对 Nice to meet you. ，May you look younger than me 也可以，听得到。错。把眼镜不要戴，好。会反光嘛？好，了解。我拢卖挂。好，老师改 K， 好，老师带你咱坐过来，你来给 K， 你也坐过来加，1分钟 ending。即摆目睭灰灰呢，所以等看倒去。好，看这看看到就 OK。头个我甲你讲，安怎你开始介绍嘛？我知。差不多25秒，冇30秒。好。嘿。不要拿稿比较好，是不是？好，不要拿稿，好。我无要提稿，我手提安尼使无？还是拢卖提？拢卖给，好。好，无要紧。好。食饱看野球，食饱看野球，台语讲棒球。欢迎收看今仔日2020年6月14号，公视台语台为您所转播的华南金矿杯少棒锦标赛。今仔日是决赛上尾一天，第3名的争夺屏东县对上台北市。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辩论员啦，辩论员柯维迪先生来到节目现场。柯老师你好。你来讲吼，咱今日邀请到棒球的评论员柯维迪。棒球评论员柯维迪来到节目现场。柯老师你好。哦，民叔你好，感谢你的这个小解。那么今仔这个比赛吼，第3名争取，因为拍一礼拜咯。那么这屏东县甲这个或者台北市进步赛吼，总有机会甲对方吼，甲这个 KO 掉。但是多拢家己的小小的失误。所以屏东县今仔日用到咱的女子的投手吼，咱的小学生、小姑娘啊，腿啊嘛袂歹。投手也看得袂歹，过来屏东县进步赛第1场输去了，连赢5场，昨再输去，安尼就入比这个第3名咯。台北市连赢3场，我昨输到这个桃园市，台北市昨输桃园市嘛？对，台北市是迄个高雄市，北高啦，台北高雄，6比4输。昨台北市输高雄市吼，所以这个胜部冠军所输哦8部冠军啦吼，所以讲变到今仔这2队拼第3名。今仔咱来看到这个少年棒球员的精神吼，当然爱搁进步所在搁真济，咱来看今仔精彩的节目。咱今日用纯粹的台湾味来转播棒球，真期待柯维迪柯老师为咱带来精彩的分析。咱今日落感情，甲大家放上，大家对这个台语讲棒球，你古早真侪咱的前辈，就是用台语来放上野球。阮今仔日希望会当回。登起到民国50年迄个时阵，用台语放上野球来甲各位报告一下，你就感到趣味，大家小报小录。说好。好。他给我们1分半，他说老师足够讲的，但咱1分半钟哦。所以我问我开始20秒，杀好迄个问题介绍你后，你就直接讲嘛，免讲你好啦，差不多30秒。我搁点一下，你搁头迄个2拍，你2拍。小看一下嘛，小看一下嘛，好。伊袂使加紧，我嘛袂使加紧啦，爱正面的。靠你嘛咧。含情脉脉就对啦。搁输我搁1摆，还是你干嘛会使？搁乱1摆。你就一开头你就讲吼，咱公司食饱看野球，台语讲棒球，嘛就安尼杀你啊！你例如咱个这个是一个 slogan 嘛吼，食饱你就讲今仔咱转播到这个2场比赛嘛吼，头一场就是这第3名，屏东县甲到这个，屏东县参台北市，系啦，咱今日请一个棒球评论员柯维迪来为咱分析一下，是，介绍一下。这个今仔比赛首场，咱看到屏东甲这个桃园的比赛，台北市甲高雄比赛，这4队拢足精彩。昨在屏东嘛有机会赢球，都输去；台北市呢嘛是有机会赢球，嘛输去。所以讲，伫今仔比赛当中，当然拼第3名，咱的少年棒球员足认真的吼。那么咱看到咱未来棒球的前途，尤其这囡仔即马。册嘛够读，棒球嘛够拍，够伊，咱的家长大家嘛都支持吼，所以讲咱来转播着华南金矿杯棒球比赛，希望咱真济的少年朋友来加入着咱棒球的活动。非常期待今仔日分析用纯粹的台湾味，柯维迪老师等一下真正迄个开口会出来。咱也尽量该小解着
民国50年、民国60年迄时阵，吼，咱用日本的即个叫做野球的语言，甲即个叫做台语，咱做伙来甲奉上，互咱一寡老朋友会当安尼，互你即个叫做回想一下。咱少年朋友毋捌听过，你来刚刚有心识，大家才互相来指教一下呢。好，等一个一定要收听咱博感情、放感情、全性命来转播的这场决赛。是吼，咱这华南金矿杯这少年棒球的加油吼！这囡仔拍一礼拜比赛，就无简单的。我讲伊精神吼，实在是比咱这大人啊吼，更较牛倒吼。所以咱来鼓励，不管输赢是安怎，咱们来看伊精神吼。当然有一寡微微角所在无够的部分，将来因会搁进步，将来嘛可能普罗选手，将来变来国手，就是咱台湾野球的希望，对这少年的。差不多1分半，赞，1分半啦，赞，讲15分就嘛，要打比赛了。所以待会他进好，快就快进。咱先先接着，马紧，带入去。因为因为华南银行他那时候之前有一些赛事，我那昨天好，嘿，是。好，高雄桃园嘛，哈，好，无问题。有这项会耽误就对啦。对，若是这场啊吼，12点无结束啊吼，中岛新闻会先甲迄落。新闻做偌久？就是变成讲干那网络直播。我知新闻咱放送偌久？1点钟哦。才1点钟对，然后迄落第2场就无啊，就是咱直接不管如何，咱直接爱甲伊迄落结束。第2场就是袂强迄落啦，袂用砍掉啦。就你本来中岛，搁就中岛新闻。迄中岛新闻一定爱顾着，互因先迄落。若是咱真正即个比赛拖到12点之后，爱切掉啊。第2场比赛几点？1点。所以讲，都正常来讲，若12点结束，对。你中岛都新闻接到，咱就晓中哪有1点钟的迄款。不过咱继续讲啊，因为网络个 YouTube 都我知继续咧。你讲12点也无结束，伊若搁继续你拍到第6局时，咱继续放送嘛。可能恁的电视直播就无啊啦，网络直播有啦。讲请看网络安尼。OK，了解。你就有可能哦，因这个6局吼，6局若搁拍突破僵局吼，12点无得甲拍了咧。马紧这我再来迄落。好。你只甲这规矩讲者，好，我这会降热较靠背去，个这个酷度比旧年7月底，迄阵咱 U12比赛用这个头一次用这个酷度就是球场。酷度，我们英语叫 court， 或者是叫 stadium。酷度，拢讲酷度，大家都听有啦。有当时啊吼，我若讲讲了以后，你甲我酷度嘛吼，我会搁加讲起来。你无见听酷度，迄个观众啊，可以。对啊，酷度就是球场，咱讲就是棒球场。各位观众朋友，你若一日受下去，倒来困袂去，你更讲就讲过去，随讲随袂去，无食过受气，食饱过放屁。会记你来看到咱公共电视台台语台节目，真。这个节目希望大家食鱼嘛食肉，食卡嘛食饱，红车搁免洗看，好生搁袂看。将由屏东市出战台北市。这段一开始讲哦。首先为您介绍台北市教练以及球员，总教练赖明。这个小孩这样。教练骆正宇，这个受下去倒来困袂去，咱更讲就讲过去。这段了反正球评靠位置。迄是咱一日讲的时候呐，还是这样，迄落和迄落收视率啊飙高5万。一开始讲，迄落棒球评论员靠位置。好来。你才接落我嘿，第一个你来台段啊。鼓励全世界喜爱着咱台湾棒球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柯威迪。你若一日受下去，倒来困袂去，更讲就讲过去，随讲随袂去，无食过受气，食饱过放屁，一定爱切到咱公共电视台的台语台，甲你奉上着野球，这个伫民国50年、民国60年时呢，纯粹台语的野球，伫咱公共电视台台语台一直来甲各位介绍一下。所以今仔日甲民宿兄特别来小解着咱少年棒球。即个未来选手，咱爱甲关心者，所以即几礼拜的比赛，咱真感动，咱少年球员会认真、落感情为拍，
家长的支持，啊，搁咱这个国家的支持，所以咱足希望到真济少年朋友你嘛会当拍篮球、踢骹球，但是棒球尽量这就是咱国球，国球就是咱的棒球。希望国一人才礼拜才拍。OK， 好，咱即马我来设定一个吼，我介绍你嘛吼，头你顺口溜吼，差不多要讲啊30秒。好，过来吼，你小动一下哦，你甲看着。咱今日是屏东、台北分接一个时间，好不好？好。屏东在第一场比赛就输啊，结果连赢5场，哇！张足无彩，有机会赢这个叫做这桃园市，所以甲输去安尼吼。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足精彩。台北市甲高雄市嘛共款，拢拼甲头前拢拼4比4，结果佫输去。台北市前3场拢赢吼，所以讲今仔这2队来拼第3名。但是这4队的实力拢差不多，咱今日来看咱少年野球员，伊规个内底。小等下，好，咱今日柯伟迪老师是用纯粹的台湾味来讲棒球哦，所以希望咱的乡亲时代楼顶照楼骹，阿伯照阿爸大家小报小佬来看到公共电视台台语台的正港的台湾棒球。好，我若要讲话要甲你就是我手的习惯，你甲看者。我就讲，好，今日来开始啊，来。食饱看野球，台语讲棒球，欢迎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2020年6月14号为您转播华南金矿杯小棒球赛上尾一天的决赛。在我身躯边的是棒球辩论员柯伟迪柯老师，老师你好。民叔你好，全世界喜爱着棒球的观众大家好吼。如果你若坐咧受下去，倒咧困袂去，见讲就讲过去，随讲随袂去，无食过受气，食饱过放屁，一定要来看到咱公共电视台台语台的棒球节目，尤其咱用台语来奉上着少年棒球。是，咱今日是屏东参照台北市嘛吼第3名，分析一个实力如何？这屏东市嘛真无彩吼，因为因第一场输去了，连赢5场，我昨安尼吼拍甲足精彩，甲桃园市明明嘛有机会挽改吼，结果煞输去吼。这个台北市甲高雄市，台北市赢3场了，昨嘛是足无彩，去输高雄市咧败部冠军吼。当然这2队今日来拼这个第3名，其实这4队进入决赛，这4队实力拢袂歹。咱对着少年朋友吼，伊个少年棒球这个球员，我感觉这是未来台湾的宝吼，这是国球，所以我感觉讲，大家来关心者，咱少年野球这个好的表现，那甲关心，甲鼓励者。是，今日用纯粹的台湾味哦，柯伟迪老师真期待。这个因咱古早，像民国50年到民国60年，咱用到日本的这个棒球的语言，加这个台语来做到咱的这个拍棒球的一般的沟通时啦，就是讲大家讲话时，棒球语但是就一种俗语。所以讲咱今仔日来甲这个部分，甲民宿兄吼，大家甲观众朋友分享。精彩比赛马上为您奉上，公视台语台。恰是单品的就会愈足 pitcher。这个单品的这个女选手吼，应该是唯一一个5年啦吼，推啊嘛袂歹。即马台北市即马这个推啊手吼，讲实在双方的实力拢差不多啦。我看到囡仔吼，拢会紧张啦吼，拢会紧张，但是拍要一礼拜比赛吼，我看因对这个棒球的这个喜爱，就是讲这个合作蛮 enjoy 的吼。我讲这囡仔就是这个趣味的所在伫遮。是，即摆是台北市的八大张丰毅，总表现袂歹。张丰毅八大台北市的打击者八大，咱今日请到柯伟迪老师，是用完全无同款的风格甲讲法咯。
即嘛拄只单品的牵涉发射就是讲一类吼挪奥多发射有烂啦，一类有招架有抛架，所以讲可能惊伊的即个头类啊，所以都必须out的。即嘛挪奥多烂啦发射一类有招架，one strike two ball。One strike two ball， 一好两摆。One strike two ball。就一好球3摆球嘛吼，one strike three ball。伊即个球，因为咱即个角度看吼，嘛是讲偏直球啦，偏直球啦，吼。直球。咱拢会甲少年野球员讲、棒球员讲，牵互对方拍，吼，因的保手，即个动位嘛是足好的选手啊，哦，你这，牵涉角度，落去应该是卖走啊吼。即个球是安尼啦，因为掠到投手的空，就是掠，咱讲时间差，我即个球嘛多补上啦，而且嘛是爱牵，因为不管即个球好球歹球，保手拢一定爱牵啦，吼。啊，因为即个对二垒的甲本垒即个31米的，所以对保手来讲是不止啊负担比较大吼。来换3番车啊！即个垒包的路途比小国社飞较远。较远，即个投手就15.54米啊。即个做一个 check 一下吼 ，check 就是讲无得较要甲你，因为第3番伊无可能做奥克利曼度，无可能做牺牲处置啦吼。奥克利曼度，奥克利曼度，啊，即马这3番车拢要拍大机的啦吼，这腿啊3番打架，即个5加5嘛吼。5加5，即个要打看卖。哦，你看苏林古即个挥棍的动作吼，伊这就是吼，你要拍大机的，因为咱即个亚太足球场吼，台南即个线大275英尺，力度甲赖度235、225，这是足标准的吼，国际棒垒总的球场。我看这个球，我諗过，本地球边仔讲？阮讲5六啊，5六，一般讲5六听有啊。5六，讲本地球是用国语发的啦，大家听起来较一般啊，听较较顺遂，讲5六。5六。哦，你看这个赖敏南总教练吼，这嘛是古早的要求的选手吼，啊，你做啥印？哇，看这个球，升大回来，有机会哦，过红啦！啥印啦？哇 ，nice 把顶球，你看这拍大机就是安尼吼，哇，厉害！5加5这个球完全吼，伊这个海波啦，球若一悬吼，这个擘大啦解吼。搁落感情去拍球就无去，这是5加5选手这杯比赛头一支轰浪嘞。3比0，台北市领先运动冠。这就是单品敌这个女选手一开始吼，两个头前的这个打架擘大是小可较紧张啦吼，伊进入了，所以讲吼，你看这个姑娘啊，咱这个小女生吼，嘛无这个球牵了真好啦，但真真红的球，5加5你看这个。哇！这用赶出去安尼吼，咱讲用赶的。哇！老实讲，捌打爱放感情去拍。落感情去拍。落感情去拍嘛吼。因为拍棒球的人拢会知嘛，你介意爱拍什么球，你会使拍的球，你足够拍的球，你拢会知。所以你就选择你介意的球，咱拢会甲球员讲，介意来吼，夹介意的球安尼吼。这个叶家武选手来啊，我这看这腿啊嘛是。所以讲好的一个选手就是安怎你知？伊要好啊选球，选了袂歹了后，当然腿啊手下迄个啥，这个阿达利就较好啊。阿达利，阿达利解释一下，就是达到球心点嘛。你看这个球心，你看你看这单兵的选手，这个女选手吼，伊即摆控多路吼控球，控多路，控多路，即摆尽量就是要牵到好球啦，你莫搁补上啊。哦，这球拢搁。就你袂使讲伤悬伤过差，因为安尼捌打我就足好劲的啊。我就靠你牵到倒就好啊，我就免啥伤拍。所以话你像这个台北市代表队以东国小为主体吼，伊就教练讲，咱哇，这个球，哇，接到，无，落去，多伫迄个，无啦，伫小道遮吼，小道遐嘿，小道有机会，小道小较头前，原因就是讲因为这个。咱的倒机的吼，倒机足惊伊做一个这个 safety 慢度，爱小可头前嘿，啊，所以讲就是这个不经意的错，啊，这个球切得袂歹，你看，切的吼，你看切的，吼，打到球的下面，吼，拍到小道面头前过去，啊，对啊，伊的 left 度吼 ，left 度收了嘛较头前数啊，哦，因这个有个 special rule 吼，特别规则，会当换这烂呐，会当换这个，因为这个叶家武是DH 嘛，吼，什么你？让呐，代炮嘛吼，代炮，让呐，换代跑，让呐，啊，会换这个代跑，就是讲伊卡快卡啦，闪电快卡。咱这个石鼓城杯甲这个华南金光杯无共款，就是讲华南金光杯伊当利落，
当李磊啦，吼，李磊，李律，吼，阮叫李磊啦。李乐，那这个峡谷城杯伊的 LLB 吼，投手的球必须来个本垒，唔是甲保切接就是本垒板的上方，伊才会当走垒啦，因为迄个距离较短，较短，垒甲垒的迄个距离较短，要做。照看这后壁翻斜啊吼，捌打翻来甲后壁翻斜，可能会做乌克里曼度，做乌克里曼度，牺牲嘛吼，牺牲。啊，单边着照看是，这球是肯定入去啦吼，啊，这东威这保守吼，哇，先打回来，这个球应该是无问题。杀死，哎，踢出去，哈，三不管的安打，吼，咱叫杀死，哇，这个球，李律，除非是多2地啊。咱讲二垒打讲2地，3垒打讲3地，2地3地，二垒3垒。啊，这个球都拍伫迄个赖道甲线大的空啦。这球其实嘛无足食家的呢，无掉打力，煞接到。啊，拄啊，这个落点袂歹吼，拄啊伫杀死的时候，拢讲杀死。杀死德州安打嘛吼，是讲国语，华语翻。你华语翻的啦，啊，咱讲杀死。罗道咱那是干到杀到吼，哇，即马可能是要扩大哦。pitch 要扩大，要换投手，对，扩大，交代啦，换啦，换投手啊，无错。扩大换投手，单品着落场。哇，无解到半个吼，嘛爱甲鼓励一下，这个女选手无简单啊吼，是这边咱这个华人金光杯比赛唯一的女选手吼。请柯老师啊吼，用这个海口腔来转播一下好无？什么腔口拢会晓哦，柯伟迪老师哦。我讲高雄腔哦，来，海口腔哦。啊，你若入海口啊，你若看这棒球安尼吼，啊中昼食番薯，口配番薯无吼，啊你得无得到得肉吼，食无安尼啦吼，啊你就来阮遐行啦，啊阮这个镇南宫最近吼，大家妈做咧出巡吼，啊大家来遮花园食一个刺味者，食一个青草者吼。是，老师你用英语来，看卖好无？我读英语好无？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we will introduce the Little League Basketball. The Chinese Taipei, not Chinese, Taiwan series of basketball, the perfect is our national pastime. 哈，咱的国球啦。哦，东威这个是个王牌，奇怪的，因东威甲老李后壁，这就是一个问题啊，你知？就是讲，那伊的状况袂歹，我本来是讲伊是毋是去限制出赛哦？咱这个荷兰金光杯比赛有规定，讲你投75粒球，60粒球，吼，有一个规定嘛，吼。计长工。嘿啦，种休，我继续讲，伊是袂当牵，会当牵就我先落去牵啊。你这场是要拼第3名，有可能就是讲，这个屏东县的教练认为讲，这个单品的这个女选手伊牵倒路袂歹，可能入去，啊叫无一个。所以吼，阮咧拍这个社区比赛、校风比赛，拢希望拍成功的啦，毋是拍后功的，拍成功。成功就是你看这3分落去，就小可开始惊吓。伊即马因为腿也袂歹，所以教练家换做其他的迄个守备位置。3-0，台北市领先了屏东县东威。这个比数绝对毋是最后的比数啦，哦，因为这个少年棒球的这个囡仔的稳定性较无遐强啦，吼。但是咱这个第3名这个选手，比如讲这个屏东甲台北市有选手绝对扣离 U12的国手啦，哦 U12，咱这个11个比赛冠军队扣5个啦，吼。啊，这个前8名才搁落去扣，啊前8名以外若要扣，加比赛超过3个，哦，这规定是安尼。优胜瑞，打击率有够有6。3分的打点，伊这个可能要加做一个老万尔啦，这个站岗要点啊，因为你即马要点吼，一般性的啦，阮若讲投手若看到讲对方的擘大，若要点，你就好点，你要自杀你就好点，啊，多这就是扰乱的战术，吼，那你要做乌克里曼岛，你看 close defense 吼，区前防守啊吼，来个超波，你看到无？ Close defense， 哎，就区前防守。区前防守，咱国际讲，还咧区前防守。出前防守。哎，这个你看，伊即马擘大举出来，咱看伊徛的所在，如果伊若徛伫这个打击区的足头前的，较头前的，安尼表示是假。即马徛伫中甲后壁，安尼表示这是要拍。大拿加小金的，大拿加小金的，有了迄个意思啦，做一个战术啦。或者看啦吼，边边角角看啦，边边角角看啦。咱一般讲看啦。看啦，即个球比如本垒甲打击区中啊，搁一个阿苏味，中搁一个浪芳无？迄个有诶球过伫遐安排吼，安排嚟裁判伊会扣。安排。哇，海波你看，喺东威小可。今年我罕咧看到讲球速超过100里的即个野球员吼，即个少年棒球。古早搁有看到咱少年棒球员搁牵到球速100里的吼。讲即几已经一礼拜牵了
这个手吼嘛较忝啊，落地嘛较重。来，咱啊是干到啥度吼来，这好球啦！这只球啦，足球安尼。2 square 3 ball， 安尼个比赛。2好球3歹球，咱一般拢2 square 3 ball， 因为这美国大联盟伊会甲迄个排球讲头前，然后咱讲2 square 3 ball 人听有。来，只球，哇！哦，接到，哇，接到水咧，无彩。是感到美的优美的手臂。这个就是吼，这个法斯多嘛走出来，啊，pitch要去卡吧，pitch要卡吧，部位袂赴啦，吼，啊，这个球，嘿，卡吧袂赴，啊，结果这个球是干到家己要走嘛袂赴，啊，这个你走，这个打者吼，伊嘛足认真走的，你去看是干到，这个球已经来到上极限啦，吼，你看，啊，伊要搁走起来先，啊，这 pitch 当位第一时间伊就爱走法斯多去卡吧，所以伊袂赴，啊，这个就是吼。专业问题，咱为球员家己做投手，出来变观众。硬气啊！会安尼，所以讲你看，古早王建民伫美国大联盟鸟威洋基时，伊就是这观念足好的，吼。啊，来到原住民的球员咯。巴亚胜。你棍啊，讲举出，这是照看嘛是一个战术啦。战术哦。嘿，因为你照，即马就是讲吼，无安打嘛当得分啊。比如讲拍5-6，拍弗莱堡，吼。啊，这个杀到迄个就当个转来，即马4-0啊吼，这个第一局就留了大局的感觉啊。这里绕转你看，搁走来。这个有做战术吼，就是讲这个战术，冰冻关的战术就是讲克制，保守甲球牵离这个斯干度甲pitch起来中，话你注看，来看斯干度，啊克制传的斯干度这边，伊无入去甲到位，伊就要掠杀度迄个啦，有无？如果讲这个杀度单边的，即马本来先发子。伊若伫迄个杀度垒包，即条就掠着啊！吼，伊个时间度就是咱牵线杀度啊，无彩吼，要紧，完甩完波路，吼，当位球速阁袂歹，哦，佮牵入吼，107公里。当位球如何呢？伊拄啊，伊做catch才起来吼，迄个心理准备较紧调试过来，牵龙拍，你莫牵甲伤过歹球，莫牵伤济，即摆已经失分了嘛，后壁佫会当讲多转啊，你只佫嘿啊，牵落拍，惊袂着着。嘿，这免惊，你看，三振啊，是哦，三振。因为大家拢会紧张嘛，你就算台北市即摆领先4分，北大嘛会紧张啊，嘛惊吓吼。你看这人的球啊，红中啊，红中大阵一杠是靠房啊，对吧？红中的球啊，这个弯奥多，吼，弯奥多啊，后壁翻车啊，吼。哇！这个这后壁翻车，一般来讲吼，有爱注意者，有可能下这内面人的总教练来去做一个，这球切掉啊，这球，哇，嘛是煞死，佫是煞死吼，哇，佫煞死啊！这球这个落点有够好的啦，煞死，我记叫德州安打，德州安打煞死 ，Texas Kid 吼，煞死啊！这个球多啊。其实你就看，这个球是要切掉的。这个切球真厉害吼！你个杀啊拍啦，杀啊拍，杀拍都要杀这个赖道的方向吼。而且这个球真无彩。我感觉讲伫这个合作的时候5-0。有机会收臂啦吼，有机会收。你看这个。错破玉。这囡仔这身管才无把戏哦。哦，做一个慢刀。你看。我讲拄啊无讲赖面男总教练伊会做战术，伊这就是啦，这个 squeeze 吼 ，squeeze 的强迫取分啦，吼，伊杀到咱哪有人，伊家己伊牺牲家己无要紧啊，伊杀到迄分佫转来就好啊，所以杀到迄个要抢分，所以日边啊，咱的教练团拢会甲球员讲，这分要甜哦，这分要甜。三垒有人哦。咱也发作杀到，所以讲你要保守，哦，你讲搁你慢投啊，吼。慢投，短打短打，短打慢投。伊这个慢度合理啦，因为伊认为讲你这个翻车，你可能推啊较无遐水吼，啊拍好落土，也是讲点着内野，杀到咱也转来，这分要甜袂着，吼。来，搁注意看，绝对要搁战术的哦，吼，凡事做 hit run， 哦，打炮战术嘛可能。hit and run。啊，即摆投手压力不遮大吼，因为你即摆人讲腹背受敌，就你讲。咱呐一垒甲三垒拢有咱呐时吼，投手咧牵球吼，啊所以做保守的甲教练甲讲吼，掠捌搭，啊莫插咱呐咧啦，莫插迄个跑者。捌搭顾好就好啊，硬讲出去。球，敢有机会一垒？有啦，这分入来，
这个蔡普友这个小选手袂歹，伊这个海宝吼，海宝啊杀对干倒去吼，伊嘛是杀啊拍，这分就是要甜啦，吼，这种基本功对吧？因为这来已经足活该的球，你看到无？蔡博友下蒙下吼，但是啊，这卖看鸟无点哦，拍着滚啊头有无？袂歹，啊，这分就一定有啊嘛，伊杀到已经走啊嘛，吼。是讲无紧，较紧掠这个出局的吼，突破度，啊，这分袂使搁落啊吼，6-0，嘿，6-0啊。这台北市吼，利用对方投手就开始无稳定，家己的腿啊，啊，搁战术，哇，你看6分就入来。昨个投手王基雄拍一轮去安尼，拍一轮。pitch 昨王基雄嘛是，佮欠了煞叮叮当当吼，啊，所以才去人蛮介去吼。盲盖就是逆转嘛吼，去用逆转去。逆转盲盖。你看伊的腿啊，吼，你看伊身材甲伊动作，这绝对是对上吼。头前几番的拢是骹爱紧，腿爱好的。小鹏就是安尼，啊，完满投这个球。手你走者。还好，因为时间度甲杀度的差别无大啦，差别无大，所以投手吼一定爱小可稳起来，莫遐赶，吼，莫遐赶。你即马6分啊，你这个球就硬要练吼。要练真吼，啊，迄个提个锋线提了无好势，练球吼，练。啊，保守你身只球时，你规个给我挡伫头前，吼。这就了，伊这个吼，因为咱看少年棒球吼，伊无落像普罗球人讲速度为紧啦，每轮会就会走的吼，啊，所以球会安尼来甲分位小可会往下垂安尼。High fastball 吼，袂歹，这调着2-2哦。一粒管球。调到王基雄，因为王基雄这个腿啊吼，这个教练可能嘛甲调球，因为上好球互伊吼，会去加着。换过来这个球哇，你倒过来2地啦！哇，这王基雄这腿啊，开始吼，两地就是二垒的意思。嘿，二垒打。二垒。海报啦。2地。所以讲这个，你看。7-0。这个已经拍10个选手去啊，第11入去了，叫海报你看。这毋是关公破巢，这安尼吼，安尼多开播安尼吼，关球是所有的打者吼，大拢挡袂牢要拍的球啊，尤其是肩膀吼，咱那个脚踏袂顶的球吼，因坎仔以上的球拢会想要出棍啊。关公破巢。关公破巢就是昨有一粒球嘛，关公破巢，拍篮板，踹那个叫踹的，吼，英语叫踹。来甲提款的吼。于凤一。拄则补上嘛。对。哦。打击到2-7，出局啦！裁判讲你切去啊，吼，棍仔已经出一半去了。投手吼，即马你牵其实因为本来是保守当位啊，接来接，所以讲小可惊遐。High fastball， 伊个管球威力袂歹吼。对啊，这高速球对啊，咱不管倒是开。青少棒、青棒甲普罗嘛共款，你这高速球那个来角球你挡袂掉，你讲这个球足好拍，人讲足扫的啦，足扫的吼。你看伊棍仔有摕较倒是数啊，吼。摕较倒就是啊，这个球来时间到，无问题。时间到接到结束了这局比赛，台北市7-0领先。今日听到柯维迪棒球评论员柯维迪老师的讲解，真正是大家耳目一新啦吼。趣味就好啦，趣味就好。啊，就咱野球对台语的这个价值就是类似安尼吼。啊，如果咱有咧拍垒球、棒球的这观众朋友吼，可能你平常时啊，家己嘛咧耍球啦，吼。啊，你也听到阮咧讲即款，你就较了解讲，啊，这就是，你看咱这个台南市这个亚太棒球场，比旧年搁较水，这草啊足赞的，哦，这是咱台湾的骄傲。好，为大家做一个工商服务，就是公司台语台上好的节目介绍。早起新闻是逐天透早9点，伫公司台语台为大家来播送。若讲早起的鸟有通食，早起的新闻上好看。公司台语台上届即时的早起新闻，上届美丽的主播高雄竹洪敏珍来为大家播送。每一个透早带大家美好的一天开始。早起新闻，逐天透早9点，记得收看。今仔是华南金控杯决赛第3名的争夺战，屏东参战台北市。评论员的身份标段是柯如汉、
中医院由成业东威高雄温单品店贸易上董建昌瓜子油。咱切到是棒球评论员柯维迪、许维志柯老师伫我身躯边。若是讲观众朋友也伫现场啊，应该爱摕一本笔记啊，将今日柯老师所讲的每一个棒球上界专业、上界古早味的，该记起来，绝对是互你吼了解到较早台语真正是阿拉保上棒球。咱即摆来看即个名单手臂的投手是陈天和，保手王基祥 ，Fast 是吴家武 ，Second 谢志佳，Third 李进，Short 丁丰业 ，Left 尤正瑞，Center 蔡博玉 ，Right 是巴亚瑟。啊，老师敢对？伊这个原住民的语言咱是较无理解啦。不过陈天和这选手吼，因为斗鸡有斗鸡好彩，你看伊的 WHIP 值吼 ，WHIP 值每一局的上去用上垒的啦，不管保上安打的。1.2是以下上好啦，啊，这2.37吼会较悬，所以讲对屏东县来讲，你嘛无放弃，表示讲这投手吼应该威胁性啊较佫无吼。来看者，咱这个少年棒球趣味就伫遮。哦，这大地啊，这大地，卡夫，卡布大地，需求卡夫大地哦。这毛多落布嘛，慢速需求吼，啊，这大地肯定袂歹。昨我看你肯定大地不得了，因为倒手的吼，倒机的你看。倒机投手吼，会较有威胁性。过来个，较悬。即个细地啊大地。即个嘛是伊要练啦。练球。练，咱讲练就是变化球。练的，变化球练的。啊，你练成你的手腕吼，你的手腕吼，手就爱蹬。大地卡夫，细地卡夫。不，细地是迄个滑球。滑球。即嘛大，这有练那就罗罗布啊。罗罗布。慢速需求。慢速需求，罗罗布，大家记起来哦，罗罗布。啊，即嘛吼。落后的这么差7分嘛，屏东县卖急，推啊卖急，吼，one strike two ball 你也积累啦，吼，好叫你看，伊即马无啥无较紧出棍啊。屏东县希望讲垒上要有抛架，啊才造成投手的压力，啊你若抛架若坐一支大机就2-3分入来，你即马要拼一个安打，互投手加啃几粒啊，加啃几粒。two strike two ball 哪啊多，哦较加了，two strike three ball。所以这个教练拢有咧用心咧教囡仔吼，用心教囡仔，教练真好。这个即摆少年棒球员甲少年教练会拢袂歹啦，古早拢无网络，教练甲即摆拢无共款态度咯。哦，一支，2度接到传 fast， 手臂袂歹吼，台北市手臂嘛真水，啊，这其实嘛拍得袂歹，拄啊所在无舒适，都拍2度去信。出球讲 out 会使。out 啊 ，out， 哦 out， 这个球。其实嘛有着阿达哩，但是你看人个scan度，因为scan度手臂台北市scan度你手只球时吼，手是足水的吼。这台北市的scan度这个叫做。大家这这是张义安4.5的打击率8分的打点，张义安。你看这个保手吼，是，迄球拢要偷掠鸡，你知？偷掠鸡，耍位一下吼。偷掠鸡，你的动作裁判都不是青眉，讲你以后安排你后壁你看你一个安尼。这个因为少年棒球这是基本动作，以后你若甲普罗还是甲大人比赛时吼，迄动作较硬。哦，你看手势，哦，这个袂歹。偷掠鸡吼，偷掠鸡就讲吼，你爱甲歹球接成好球嘛。所以伊这较悬的球，这个保守吼，即摆台北市的保守嘛，不只有经验吼，伊甲球安尼，这个甲掠来较活重的所在吼，这个王基祥就是因个嘛是王牌投手啦。你看伊手套吼，密度这球看卖咧，斯干多，哇，伊这斯干多接到无问题。瓜子肉的手臂组拢伫正中心着这个五浪吼，你看这个伊身材小啊吼，肥软有无吼？肥软。啊，但是啦，这个嘛是一个卡姆，立中接球有无吼？啊，两个手甲手套个吼，啊，较无好势。哦，这基本动作吼，拢袂当做假。嘿，这个手感度较是有影。优胜的打击。手臂好的球队吼，投手就唔惊人拍，唔惊人拍。吼，咱讲靠手臂吼。哦，这大地吼，大地卡夫，这一摆啦，有好球的空间啦吼。这个保手王基祥，这个保手佫袂歹，佫会甲安排问者讲，这个球是倒位小可无输，是问者就好。挨下出一个，嘿，问者就好。伊个动作做保手动作啊，我你看有无？哎呦，这偷掠鸡，掠几摆啊，掠伤过头，迄个安排啊会生气哦。安排是袂生气啦，安排是讲你著莫掠到伤寒，一般是安尼啦，你克制吼，保守的动作你嘛对咧动啦，吼，甚至有画枪 OK， 哦，这安排是讲，真系好球啊，吼。
拢大地，你看拢大地。杀术安打，杀术过来啊！这个安打真重要啊，因为有安打就表示讲会拍得到球嘛，吼。其中会对啦，因为球吼，这个叫做台北市的投手吼，伊的速度无讲介紧啦，吼，所以讲要掠到伊的空嘛无难啦。但顶号的速度拢有落步啊，甲卡步你了，你看。这个有需要用护起来吼。需要切掉，切掉嘛吼。伊个有对到最后，对到因为教练知影讲对方投手拢以这个卡步为主嘛，吼，所以你就对到最后再来拍，卖遐紧出棍啊，哦，击球点甲等较后壁咧。按来后调。就是讲你出伊卡步球，你莫想早卡步咱的目大出啥问题？你只要目睭若看清吼，啊，毋过咱夹起来时，哇，重心就无去啊。所以你出棍啊，你就拍到球嘛是无影的球啦。所以球啊对到最后。对到最后，迄边啊，徛骨就是你的。我再这个球看卖者，我时间到，哦，你看时间到袂歹吼，三个拢伊收起来。哇，这位手臂瓜子肉袂歹，袂歹。时间到伊呢，台北市赢胜了屏东县7-0，结束了第一局的比赛。咱今日请到的是棒球评论员柯维志柯老师伫现场，大家爱记得哦，马上摕笔记本来记起来，甲伊所讲的所有台语的用语，对无？伊讲无遐伟大啦。哇，真正我敢若听一局尔，我就收获足侪。无啦，这是安尼啦，这个咱台湾吼，毕竟拍棒球是咱过去共同的回忆嘛。啊，所以讲看到这少年棒球，我嘛足希望啊吼，真侪咱的家长，即马囡仔生较少啦吼，然后惜命命。啊，棒球是一个团体运动吼，啊，即马囡仔拢足巧的哦，哦，人伊嘛会读书，嘛会拍球，啊，这是未来咱国家足重要的人才。以后无拍棒球，可能嘛是伫这个发展吼。每礼拜五暗时9点爱看公视第一台台湾技术波。如果想要了解台湾的过去，熟悉台湾的未来，就要收看台湾技术波，掌握台湾的点点滴滴。这个节目是由民主部张志雄、周正如为大家来主持，专业的分析多面上的报道，了解台湾咱的故乡。每礼拜五暗时9点，台湾技术波。咱真感谢着华南金控公司吼，那么华南金控其实对棒球嘛无青疏呢，嘛无青分，因为1918年啊，迄样子啦6项库，对三商银、华银、一银、中银、吼台银、土地银行，甲即马有棒球队合作金库，迄样子啦伫新光园球，就即马是100公园啦，是哦举办着即个银行杯比赛，因迄样子啦拍12档的咯，你看第一局。哇！这个球，大机的。这个你看咧，甲拍起来。博感情的马达。这球拍就水。这个是做拍红人的第一记红，嘿，伊第一记红人，伊个打，你看伊打球了个5成咧。5成。你看你司令股吼，加港司令股，可以放吼。你最看伊出棍啊吼，你看伊棍啊，唔是提足长的啊，你看后壁个拉出一印子吼。这个目的就是讲，会出棍较紧啦，司令个速度较紧。啊，你看身材佫袂歹，这少年棒球种身材吼，这扣国手也扣会着啦。扣会着哦。扣会着。亚军爱出色，中二队爱留3手后。无，伊即马这个拍球，咱有时选拔委员来看讲，这囡仔伊对拍球的观念。是。啊，这国际赛嘛爱种球员，毋是讲要扫大机啦，伊会看伊会选球。你看伊个逐粒球，你看种有。这款目大吼，伫迄个打击区内底吼，手臂压力足大诶。吼，你球来可能小可悬，啊就呼出去啊。吼，啊这有啥呢？拍球拍出安打还是拍轰浪时吼，迄信心会来，啊信心来吼，迄肾上腺素会起来了吼，啊信心一来是伊球员本身的迄个成熟度就愈来愈好啊。对，查某球员柯维志老师讲，若要经球员，爱经这个真威胁型的打击者马达。徒手莫路，这不敢练。练一个过头，波 catch 也无度接，歹接。伊这个球吼，好啦，伊若垒上无人，这个接无紧哦。啊，你若垒上有人投手，保守袂使这种球啊。这款是赌博式的，迄个跋筊式的迄种密度的接球安尼开只。练球跋伤大，接袂掉。过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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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看这个，哦，你多意呢？哇！都无手气啊！这个屏东县的你多厉害，吼！这个球若风佫吹者，佫飞过啊！马伟雄吼，马伟雄真正无简单哦。伊你最看，伊这个球一直甲看，因为佫海波，
啊，海宝，你看这个吴家具吼，这个球，你看他伊目睭定调咧吼，定调咧，吼，哇，弄得像伊啊，加菜无拔倒，无简单，这精彩的手臂。拍到水啊，收到赞了！哇，这个少年棒球员这款手臂真好啊！你看囡仔拢摕啊足短，你看摕啊倒倒啊有啊！这摕啊倒倒的原因就是讲要丢球啦，丢球啊！要丢球。好，曾文勇144公分，4.8公斤。去到拍倒，去到拍，啊！你手臂还阁算袂歹吧？所以看八大亚军来注射，头啊柯老师有解说，而且个就是要吼，先啊，这伊就伊即马这个起来拍，这个是换带跑换，迄个球员，迄个有迄种阵啊，先人踢离了换来迄个，让啦，迄个神八字带跑，神八字换啦。你看伊棍仔也较短哦，吼，就是要丢球。所以看八大亚军来注射，要丢球为主。要丢球，这观念袂歹啊吼，毋是要拍大机，我要拍确实。哇，迄调调你看，你看到拍倒啊，你看这三振嘿。其实伊水灵球嘛袂歹啦，只是讲吼，这个球入来甲伊吼，迄个感觉，这个有小较悬，你传球台挡袂掉。你看这个球high fastball，都袂歹啊吼，嘿，看到拍倒啊，你即马差7分吼，啊，得到看到拍，靠手臂来处理啊。老师讲这个动位应该较早起来吼。生活起来。所以当然啦，这教练团有家己的这个战术啦，吼，是讲到投手，人讲下落啥车轮战啦。车轮的。你只要一个投手对头牵到第6局，可能嘛困难。土法多哦，这个球这局就较稳定啊啦，吼。你看伊这速度有出来啊，104 km。啊，即马就是讲，因为领先7分了吼，双方刷即马暂时刷较稳定，吼。你还差1、2分，大就紧张了。因为大家只八大是李靖，嘛是投手。李靖吼，台北市7-0，即马暂时领先屏东县。李靖是收杀度，收杀度较打拢袂歹。杀到的李靖打击。杀度是咱讲 hard corner。hard corner 热区。这个球来看，应该出小度紧嘞。哇，好下弧，无问题 ，out。结束了这一局，屏东县收了袂歹，台北市游园是7-0领先了屏东县。哇，这支全力打像去互别手去，真无彩。好，继续咱介绍是青春咱的梦，每礼拜3暗时10点。公司第一代青春咱的梦，台湾少年人大家拢有梦想，对未来拢有愿望。青春咱的梦演出了台湾少年的心声，讲出台湾少年人青春上界珍贵的故事。所以，若是讲暗时拜3 10点，想要看一个好剧，就是青春咱的梦公司第一代为你放送。公司的节目袂歹咧吼，伊讲台语的这个开口吼，啊，甲讲台语的这个纯粹真好。因为我感觉讲，咱台语就是要发展，像少年朋友拢较无咧讲台语较无彩吼，啊来听咱咧讲故事，啊对故事当中啊来理解到台语的趣味。他都有迄个观众朋友讲啊吼，网络下，伊一开始啊，迄个顺口溜啊，吼，会当讲一摆哦。他一开始学了阮公司台语台啊，甲阮做是有迄落啊。迄落俗言，迄落诗啊。你是讲18块啊球这啊？啊，过来。哦，这个小海这啊。这就是你讲老伙啊，即马失智症有无？各位好朋友，咱那个扬州一条歌有无？若是有一天，这歌足好听，我台语歌足够唱的呢。你香港演我嘛足够唱，即讲啊，这就是咱台语的俗语嘛吼。七字啊，四句人啊，你若坐咧受下戏啊，倒咧困袂去啊，见讲就讲过去，虽讲虽袂去，无食搁上去，食饱搁放屁。较紧的来运动来拍野球，你就袂着失智症啊啦，对吧？哇，真精彩！来保养啊！就咱台湾这个俗语啊，是用台语讲棒球，我相信即摆老一辈人咧听啊，一定足感动的。听到柯伟迪老师安尼，我那古早因为我拍小棒时嘛是安尼啊吼，咱那阵啊就先拜。我这个球看嘛咧，4番的。哦，马斯基，这个是先打接到1-2大部分。5番的这个
高玉温吼已经伊有4支红浪啊咧。哦，这支安尼第一球就对，圣诞麦，对，其实这个国球应该扣会到啦，有时候应该扣伊啦。高玉文哦，嘿，我昨看你拍些阿达利吼，哇，迄拢足实家的，足确实的啦。咱讲球员来讲吼，你这个球拍了安怎吼，就这摆拍这个女选手单品德，伊就这个好处，伊拍一支什么红浪的球嘛，迄就是足确实的球。哦，你大地你看，哦，这个大地啥伊无落出棍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教练叫伊马紧拍。啊对球，啊，主要是你讲啊，高文第一个球拍，都高文伊抗好啊，救时好啊 ，situation 袂歹啊，吼。来看单品德。大地就是大需求，嘿，大区，毋是金门的大区啦，吼。大需求，大地。即摆一垒的咱啦吼，一垒的咱啦高玉文，你毋免勉强吼，因为你才差7分，无差1分啦。你走迄个，你走时间都嘛无意思，吼，莫冒迄个险。即摆就是积累，即摆挪到哦，投手开始会开始紧张啊哦。我来你看，这球，这速度观念袂歹吼，速度感觉讲因为热土就是钓2嘞吼，要牵住你热土袂赴。开一个。啊，就给看到先掠出局数，因为咱赢先7分，哦，先甲出局数先摕回来，再球速度吼。小可伊还佫往头前佫走一步啊，走一步较有机会做 double play 啊。查某囡仔咧拍得袂歹，吼，拼着。伊才确实，伊咧出棍啊，佮伊准备的动作吼，伊的观念，教练一开始的基础教得足好。咱台湾查某囡仔拢拍垒球嘛，日本嘛。日本甲美国拢有普罗的啊，有职业的。咱台湾即摆有女子棒球，你才10几年前啦，阮台中会讲遮真侪嘛，你查某囡仔耍棒球的，迄嘛拢得球癌咧。钓球眼，球眼啊！一工无拍会艰苦。我嘛钓球眼啊！我昨个是家己拍的老伙仔做的呢，长青组的柯老师，迄个金良嘛，你是金良的。阮第6代。第6代金良，第6代柯伟迪老师。我甲你讲吼，这个台湾人就是吼，这就是咱台湾吼的国家娱乐啦。啊，到时间到咱也有哦，拢就是大小吧。时间都有人啦，你都有跑者。什么2粒歹球吼？一般2粒歹球是若离第8打拢会安那，要上界要点，因为投手无可能搁牵歹球嘛，所以这个时阵伫米内底你就要设定，你就要点嘛。这球认你看吼。无介意。那有可能就是教练来讲，你可以加牵几粒啦，因为咱遮落后嘛，吼，屏东县落后，会甲囡仔讲你就好紧啊，而且3一直看。3一暗号。啊，你看这个台北市的先发之投手吼，斯文。哇，这个接到，我去接到。哦，有冇机会？彩珠啊！彩珠啊！台北市的这个发斯多吼，台北市的发斯多是这个，台北市发斯多是，是这叫啥名？倒出来差一输啊！这球真无彩，盖外球本来当接到。差一步啦，差一步。台北市这吴家武啦，吴家武。咱讲手套，敢嘛别个讲法？无，伊个 glove。无手还叫密度。啊，你看这个球关公破茶。破了。哦，因这投手袂歹哦，这个陈丁和这个观念真好哈。你看卡法足好势，卡法足好势，这关公破茶破时间都。这陈丁和输那输文吼，安尼吼。还搁较杀的，咱来看一个保育投手pitcher。哎，这真好，保育水。啊，这个发斯多的这个吴家武吼，伊传啊足赞的，传伫这个垒包面顶，因为这投手你走上一个动能啦，吼。普罗级的手臂水准。有这个观念啦，吼。啊，这个陈丁和吼，台北市的投手第1局甲第2局看，伊的牵倒率袂歹。牵倒率是控球，牵倒率。啊，伊个球吼，拢摕了好球数，拢会摕落来，吼。就是拢无伤过离间的球啦，吼，所以你看这个去用拍就绝佳安打都无咧，吼。啊，因的这个捕手哦，台北市的这个捕手啊，这个王基雄本身嘛是投手，所以伊的动作，吼，伊的动作嘛真溜咧啦。出棍啊，有过半。有出棍啊咯。这个投手pitcher是倒击的对无？倒击的。倒手的意思，倒击的。啊，倒击的。对到咱台湾的选手，咱奇怪，咱台湾对普罗的甲
甲驾照的、甲高中，拢对倒机的投手拍较无好势咧。倒击投手，左手，你看这个大地你看，所以咱表示啥？你啊拍无就表示咱台湾好的倒机投手，像陈伟英啊、郭泓志这款的，那更较济咧，就日本、韩国拢这款较济，所以因对倒机较袂惊吓。啊，咱就是国际赛时有时日本、韩国拢知你台湾人拍倒机较拍袂好势啊，所以这最囡仔就爱栽培啊。着这乖有机会哦，倒击投手真稀罕伫台湾。手莫放伊啦，这么囡仔做囡仔吼，牵伤济吼，啊牵甲手拢去放伊就无彩咯。手后翘放去，爱个吼，对脚打啦，吼 swab 啦，吼，啊你的迄个规个，人讲英语讲 muscle strain 啊，对你的 muscle strength，对，然后你的你的肌肉的这个应力，莫去伤重，我这个球你看大地对不？其实即马拍到遮来，屏东县的选手对陈廷豪台北市新北市投手的球路，袂讲介清楚啦。哦，拢会当你话拢对足足晚对互入来，人讲对互入来。即摆扫掉积分也有转来，吼，对屏东县的士气无共的，0分甲1分是无共款的态度。三度该三顿好无？你看，拢大地。对袂着吼？伊有对入来，有对入来，啊，只是讲即个阿达利还袂对着个啊，吼，伊有对到最后。阿达利 sweet spot， 这个阿达利吼，拍着甜蜜点啦吼。甜蜜点，嘿。这个土甩土无路，土后倒，烂哪杀倒，烂哪杀倒。哇！三振！你话这个球我练着啊！哇，这球解决了危机。台北市精彩的pitch者陈廷豪倒击的投手，陈廷豪依然是维持伊的威力。这个角度真水吼，角度球场吼，这个亚太棒球场有主球场甲副球场啦，吼。那么这个主球场有8000个观众的这个席处。啊，去年拍 U12世界杯时吼，哇，迄草啊吼有够嗨啊！样阵啊，佫无全部弄甲足招文的啦，所以样阵啊，阮去现场看讲，哇，这草啊都比阮兜隔壁公园草啊佫歹咧。今年草袂歹啦，草过了，伊这个咱这个百慕达草甲这个合做这个黑麦草吼，伊咧种这草啊是有美感的哦。啊，咱这个土吼毋是纯红土，理论上还佫用较好的土。好，咱来看台湾公司站泰国公司第一届跨国界的合作节目《台台有理由》，每日拜五暗时10点一定要收看。台湾公司站泰国公司头一摆跨国界的合作节目。去泰国佚佗呢？泰国就是台湾咱两个主持人来去去。袂歹，安尼就坐飞机看天顶，坐船看海影嘛。啊，无你就坐高铁看风景，啊，无你就坐公车钱较省。啊，你若无钱，你就坐牛车，哪行哪万人景哦。柯老师这句话，等一下吼，我甲记起来。无啦，咱厝边人吼，食东食西，买东买西，看东看西。无厝边人嫌东嫌西，叫东叫西，骂东骂西啦。柯老师无人找你去主持节目晓？我有节目啊，我伫台中有电台节目啊。电视节目，感觉你台语会晓开一个哦。都无人要找我就会当唱30条歌，佮讲3点钟来放都无问题。但是一定要去出一条，你上解搞的。OK，咱来讲野球，来讲野球。哦，high fastball。这个动位的这个球路拢会较悬一些。动位应该无问题吼，U12。应该卖扣啦，但是因为你冠军队爱扣5个啊。哦，啊！你第3名、第4名，就看教练团，看伊嘛有这个，因为你看身材袂歹嘛，啊，佮加上伊推啊手，伊推啊嘛是会使，推啊嘛会使吼。咱即摆囡仔较无迄种迄个超级的少年棒球员嘛，这球嘛袂歹好球。所以伊伫这个 pitch play 度吼，伫投手球，咱咧投手球高正常爱差不多10英寸啦，25.45，但是伊这照我感觉是差不多6寸啊，是7寸尔。你蛮好球啊，你看得袂歹啊！哦，来，咁多，fast 多，无问题啦。拢慢慢稳起来嘛，吼。第2局起来就拢第1局开始接了，开始稳起来。因为讲咧手臂袂歹。嘿，因其实前几，因第1场输去了，尾啊一直赢的这个连续赢这5场啦，对手臂嘛占一大的迄个功劳咧。我唔对，头一日手迄个 fast 多，伊个 glove 是毋是较大？
哦，迄个法式的手套当然是无共款，哦，这个法式甲克制的手套是每一个手臂的手套其实拢无啥相像啊。大家你像实干度手套一定超到11.5到12英寸啊，因为伊摕起较紧的，速度嘛共啊，活牙手套还佫才13英寸，较长，吼。当然你袂使讲，迄看人有人无得甲讲伊摕较大卡嘛可能啊。好球啊！你看，袂歹啊，真准啊！咱的投手就是吼，速度、准度、尾气、速度、准度为准。尾气控球安怎讲？控球砍多路啊！砍多路控球，尾速嘛吼。咱讲 movement， 伊有 movement。啊，所以讲你尽量就是讲吼，你个久久啊，佮甲你落一点。所以讲投手就是讲你上好，你个一突出去了，伊就甲你配一条变落的嘛。所以投手你上好，离这个马达进前，你就甲先抢下。人讲好球数啦，砍多路啦。这个你的无路看到吼，爱先摕来。你看这个球嘛，看得袂歹啊！哇，哪看？法式这样水。哇，这个法式冰冻的，哇，冰冻的这个法式。两介美丽优美的手臂，一粒手。黄建昌。法式。这建昌兄，你看这个弯慢度吼，一条就随接到啊吼，球感真好。这个法式甲这个东威因这两个吼，投手有可能会捡会到，因为因。连赢5场，这个球员拢是主力的，甚至单品着我腰嘛可能去扣。冇可能吼，迄个女将。会互国际棒垒总吼，WBS 是讲哇，恁台湾阁有女国手哦。我讲若扣单品就是扣一咯，哦，咱甲棒协建议者。今年有时应该会如期来鼓起嘛，哦，无问题。无问题啦，应该疫情，咱台湾在全世界上安全的台湾啦，是国外球员较问题咧。来看杀到5路，单品敌，哇，爱 Q， 这个球员爱 Q 吼，杀到多学路尔吼，袂歹。单品敌，精彩手臂，正面的球吼。等这个公司的节目，请柯伟迪老师给你介绍一下好无？恁公司是什么节目来？都几个？等这个啊吼，会靠这个 slogan 啊，标题 slogan 啊。啊是什么节目？恁是？戏剧还是唱歌的？咱两个来做一个迄个。对啊，恁系歹，对吧？老高杯高档老菜。这是华语台吧？这是华语的国语。台语节目。老高杯。咱台湾人演的。大条店梁少华。大条店 OK， 梁少华演的大条店的故事。可以，哇，这会使大条店赞啊！老厝家改造，啊，少年人要去开咖啡厅。咱这个吼，咱啊教咱古早台湾人迄种。严硬啦，是吼，未压爱啦，吼，过来就是故意成困、老实、无心机、名门世家、忠良之后，对吧？即款嚟咱介绍咱遮观众朋友啊，咁样呢，对吧？哇，听到柯伟迪，佫有7句年嘛，吼，佫有即个中华职业，你有学戏剧哟？我真好奇的，你台囡仔会遮好？无啦，做囡仔就学这哩咧。台中人。我南投人。南投人是伊个环境的关系还是？环境啦，环境，因为咱有这个我嘛会当用迄个啊。如果说实在，我们内地的朋友你喜欢棒球的话呢，台湾的棒球不错的，你就来台湾看看棒。台湾的棒球是一定以中国的，你说对吧？傅达人一摆好。无傅爸。傅达人。傅爸嘛是我好朋友。好朋友，会用做生意。无来当伊傅爸伊国际足标，伊刷当人。刷当人嘛吼。伊个国际足标一定拿球专门的啦。拿球专门的。拿球专门。来，回到台北市7-0，这个比数最后比数绝对唔是安尼啦。好，我的经验是各有分数。一定各有诶。来屏东关7号，来看大家只马达。迄个瓜子肉吼。是哦，对着陈丁和倒机的投手。是安怎？陈丁和今仔日会派出来，因为屏东关的倒机的打者嘛几啊个啦。人讲左头克左岛，你看拢大地。你看这个捕手吼，这个王基雄，这个头寮鸡吼，头寮鸡的这动作袂歹。这个囡仔啦，正刚要练捕手吼，练好脚以后嘛不得了，伊的心脏也真好。因为你这大长的捕手吼，投手真好牵呐。球挡会条。你看球，一个俄罗斯。安排那是有发现吼，这个掠鸡掠伤济吼。迄是无要紧，表示讲这捕手吼。他很进入状况的，讲伊 situation 也足好。但这个这个囡仔若是后摆抽管以后不得了吼，袂歹。烦恼唯一烦恼是手问题。
卖放弃，手卖放弃。迄个卖练的球，卖练伤势，伊这个伊无讲足成熟的一个球员啦。到底打过紧球，还是讲变化球啊？较上进心。当然是变化球啊，所以咱讲你若逐日练吼，甲国中内可能惊讲速度吹袂出来啊。你速度吹袂出来，你投手就无落去啊。对，你个来甲青少棒甲青棒迄个级数无共款，你毋是逐条拢咧练啊？是。哦，好的投手速度若有，哦，速度准度若有，迄就是将来就让行铺路这条路咯。啊，囡仔人成日肉叉，只差上较无到打。手就惯的，手伤势，手伤势啦，啊嘛无高咧，迄开着伤。哇，来先打麦，哇，这个球手哦，哇，这台北市囝时间都实在是牛呢。这个单挑无啥规则吼，要冲起来。这个射击家无简单，这个飞两的时间都。手臂伊今仔收4粒球，全部拢收起来。球准你看这小可有点，够紧的。这粒球来甲伊的头前小可不规则，你看到无？哦，你五路咧跳小可一条。哦。啊，伊的就是重心吼足低啦。伊今日吼样吼，这个球就歹势啦。无简单。愈换身躯的迄个五路，愈换身躯的球吼愈歹势。五路滚地球 ground ball。五路。那一般阮拢讲五路啦。五路。大家讲滚地球听较快。嘛，恁这是咧讲平飞球，我嘛袂讲平飞，我咧讲即个球拍较平啦。平。liner 啊。来看这个，这个是马达是啥物啦？2摆球。可挂。土波了。挂玉汉遐。挂玉汉，即嘛打击马达是挂玉汉。你看因就是倒机的济吼，所以台北市拍这单丁号来牵，这个较技术。哎，保守你看头头给伊吼。伊的模像动作吼，伊的手套吼，就是讲尽量掠来的好球的这个 cos 啊，咱讲这 cos 吼，啊掠讲那是好球安尼啦。头掠个 motion 真水哦。这个所以保守吼，保守的手套嘛足重要。阮这手套足好的啊，迄个进口啊，咱台湾手套足赞的。手较袂疼啊。嘛袂疼，爱互大声，接起球爱砰，投手轻个那150安尼有无？老师捌用过报纸来接无？做囡仔有啊，做囡仔用报纸。艰苦甲，咱以前艰苦甲靠北边走，迄时在倒个嘛，报纸啦，嗰啲即马囡仔拢嘛装备组的。你做看即马囡仔吼，看电视学普罗的吼，哇，护胸、护踝、护肘，因讲逐项输人，这装备袂使输人啊。装备真牛，但是技术头啊咧，普通。即囡仔技术，但不过即马最近有规定，即阿杜米腿啊吼，即金属腿啊，迄个弹性系数比较小好。伊你咧对投手，啊，佮对迄个手臂才会危险。也讲阿鲁米腿啊，来在唱机关咁。毋是，伊迄个就是讲弹性吼收好吼，就咱遮中华这棒球拢咧叫讲，迄球吼足够大的嘛，摸到就轰浪对吧吼？这个对手臂方来讲嘛较无公平啊。投手会拍甲王鱼。有啊，阿拉牵到阿拉用扒对吧吼？来，这个冰冻管有机会，你看这个投手，这个单丁号嘿，单丁号这个动作，你看伊正卡，所以。一路的咱啦吼，一路的抛架，你来看伊的骹。如果伊的骹压起来时，骹若个往对一路你无随走哦，伊会甲对一路甲你牵涉落去，这是倒手的好处啊。你看 pitch out 吼，这个步手袂歹，这个王基雄，这个12岁囡仔吼，有这款的训练表示平常时啊，东园，这个东园国小吼，这个是有历史的台北市球队吼。是。这里其实因前3场拢赢呢。拢赢呢。系啊。本来是要做代表队的感觉啊呢。昨6比4输高雄一场，真正无彩吼。无彩，本来有机会迄个拍平啦。我印象是图奥多咱啊，干到杀到叫都拍袂入来。来，冰冻馆加油者！你看这 pitch out。走。哎呀，你看这保手。这个掉。这条走无彩啦！冰冻馆这边走创啥咧？无差这1分呢。已经甲掠几啊摆啊吼，无应该走。我都特别讲啊，因为你才差7分，你差1分，你差7分就是要积累，吼！你这若是3看就是球员家己，你看人家保守搁伫遐有讲你要走啊呢？也对，无问题。你看白，你看这个。特别是精彩的手臂，目前7比5领先了屏东县。咱听到柯伟迪老师分析了每一球，囡仔棒球啊，其实要注意物件，是不是吼？当然是，咱讲快乐拍棒球，但是技术上，咱即摆即个拍国家代表队的技术拢袂歹，伊毋是社区球队啦，毋是拍身体健康，毋是拍万事如意的吼。所以即摆见到即摆你看咧，台北市即个基本动作拢足招文的哦，即拢练真招啊啦。练真招嘛吼。嗯。
等者共款哦，柯老师来介绍阮的节目，我甲你解说一下，这是什么节目？你什么节目？我你想一个迄个，咱讲啊吼。你若捌用迄个，你若捌用一个迄个台语的迄个老歌吼。老歌。可怜的烂龟啊，再归大啦，对无？我感觉台语专家有智慧，这是阿上山美秀的。哦，美秀。有熟悉嘛吼？知啦知。这个节目真好看，一定爱看。有。来，咱有4句人了。美秀，这个陈美秀哈。美秀。林美秀。美秀系美秀啊。伊甲我当年咧，啊看到咱欧巴桑咧，啊厝边是有观众缘啦。观众缘就是讲观众看伊足心色的。有人缘。人缘大无得到观众缘咧。我是因这个原因，所以无人缘啦。所以你毋是啦无啦，你做缘投了对啦。啊，所以讲美秀啊，这出来吼，拢有一定的收视的保障。啊，台语讲了足好。是拜1到拜3暗时8点，专家有智慧哦。头仔柯老师啊跳出来替咱做功课，但爱付伊广告费。无爱做啥？这是哦，大家斗阵来，请来宾来学台语。啊，有，啊，迄个大贵阳区吴冰峰。你嘛常常来阮遮收。有啦，袂歹。所以爱收看哦，阮公司台语台真济，有一个好节目。你无甲邀请节目来拉比赛。好，咱今日遐个棒球评论员柯维迪老师继续为咱进行精彩的分析，请这个观众朋友啊，笔记本啊，可能爱2本哦。他讲真济俗语，甲专业的棒球用语，大家爱记起来哦，非常专业，非常普罗。来，台北市要个抢分哦。赢一个哦，大家爱放感情来拍哦。落感情拍。落感情。因为这动威的球路袂歹啊，袂歹，伊的高野吼，欧巴斯路的吼。即摆台北市，这个嘛是平治打吼。这嘛平治打。伊即摆因为领先7分吼，领先7分，所以台北市总教练啊换一个球员，大家轮讲者。拢有算着吼，拢爱算着。啊，伊既然会做台北市联队，就表示大家拢离家己队伍就是拢是实力袂歹啊。看无？今即2边的保守颠倒拢加迄个形吼，是，迄个形袂歹，保守的形真好。咱是安尼啦吼，你像日本啊、韩国迄个因咧保守的形，甲最后拢得甲足共的，吼，天生是干道迄个动作啦，吼，接球的动作拢足相像。老师较早的位置是啥物？我嘛做我保守甲小度，嘛有卡子甲小度啦。卡子甲小度。啊，即马老伙仔做我收3度甲收小，爱收卡子。我保守做了袂歹啊。八大你这个。我推手嘛好咧，阮咧拍两个，我嘛咧拍定个啊，定个那个拢咧拍。这是安尼啦，这就是咱嘛钓球员的人吼，下当莫去佚佗，下当莫插某囝吼，但是袂使无拍棒球的。第6代金龙嘛吼。阮咧时代当拢球小啊。昨阮那个杨青龙老师是2代金龙，你是6代。伊甲，但是阮两做全国赛，阮叫大墩啦。大墩，啊金龙甲第7代哦。第7代。我是68年迄代，啊69年台中太平消防为主，伊全国赛嘛是，就是王光熙因遐迄届摕冠军迄届啦。太平是70年摕冠军，民国70年。我这个咱。民国58年金龙嘛，59年7号队输去嘛，60年奇人队嘛，奇人队就是迄个许金木因有无？是。麦克林登迄个美国个啊，7号队杨青龙老师那是有一寡记啊。伊就是伊捡的啊，去互迄个去互人拍一个再见全垒打。哇，这球无捡着人啦吼，伊拢无叮当，无代志。这球要练吼，那走的这个较罕咧看啦。你棍仔爱注意啊，收啊好啊。你讲到棍仔做花宝咧。啊，人啊耍后壁就叫讲着。不啦，这种球吼，伊毋是故意的。我说你牛呢，真落感情的，相信啊。冇紧，就大家真袂歹。这个动威其实खे了真好咧，这个国手我咧摇应该扣会到。动威，大家关注一下，滨东关的投手，你看，伊欧巴斯洛，你看伊欧巴斯洛，这个球员啊好保护咧，我足惊讲吼，教练这球员好用，你甲用咧。超甲放弃。足惊手，咱少年棒球就是古早拢嘛呢，手就是安放弃。你看，这王牌对王牌呢，这王基祥甲这个两个王牌pitcher对决咯。古早少年棒球，像我咧讲嘛吼，61年台北市队嘛得冠军，62年第8是郑百胜迄嘛得冠军，63年高雄立德嘛得冠军啦。那样子，那少年棒球就先笑起来。哇，这个球切到，看啦，塞打射地啊，切到7步掉。slide 吼。滑球要滑球，他下到这个本垒的改变，安排有球啦。玩笑我冇玩到罗兰啦，哦，这条袂歹哦，这条
这条等于是落步啦，落步下坠啦，因为伊高压的球，艺术甲卡不来，伊它是高压下来 ，overthrow 来，所以球会变落步安尼啦。落步，下坠。当伊खे得袂歹啊，你看过来这较悬哦，几应该 fast 冇问题，接到 OK。咱这少年球员实在无简单，因为台南足热呢，热甲这甲是靠北边做啊，伊这个拍一礼拜，现在阮老伙仔做拍3、4工就往生去啊咧。这靠南边走，哪靠了？越南边越热啊！越南边越热嘛吼。你垦丁那大概一阵笑的，再个深海水你嘛拜托的，热甲我昨日家己安尼。所以热甲真正冻袂掉，就爱靠北边走。昨我拄了罗国璋吼，迄个老先辈。罗国璋，伊拍家己的。伊个西干道的嘛，较早。诶，伊嘛小道啦。小道。昨就刚做伙拍球嘛，讲哦，你热甲冻袂掉。你做即摆几岁平均？有55岁做，60岁做的，吼啊，即马这叫做长青、长春、不老棒球拢有啦。走愈来愈侪队哦，我真侪我也拄着曾志珍啊，真正伊嘛拢足够拍的，吼啊秋啊林仲秋嘛拢咧拍，哦好球水，这热人的。你看我甲东伟伊球速，我感觉伊的球的开点吼，就是讲球的转速啦，吼开点袂歹。开点。球的转速吼，开点。当然，小邦无都像普罗讲安尼足久啦，直球拢2000几转无啦吼。哎，佮这个个练，但这个球伤悬，这就那就卡不，咱咧讲落步啊啦。比如讲咧，投手东伟U12可能是王牌投手哦，有可能扣到哦。咱下晡来看迄个因国赛的这个合作桃园甲高雄市看较好哟。好，啊若无因就台北市的扣，我咧看这个王志祥啊甲东伟应该扣的。应该无问题。呀，这个球单扣球跌着，你看出棍啊拢棍啊头倒去。第3名比赛，即马柯维迪老师已经开始扣选手哦，伊有切应该是无问题。咱是专家啦吼，因为咱中华民国棒球才有这个专家吼，才真陪你扣啦。啊，咱一看讲，因为你若电视看，你有感觉即几工因咧比赛拢真稳，真稳。来看杀刀过来陈炳廷，哦，水哦，来看。take。伊陈炳廷这个球吼，起得歪去，啊一垒手嘿较悬淡薄，啊一垒手吼袂歹，啊甲补转来。第一局无问题。陈炳廷杀到女将的防守，较悬淡薄无问题。嘿，伊真稳啊，真稳，我感觉应该有买 Q 的。好彩吼，即马拍到即马第1局尔，无其他你看拢真好看。好。台湾新眼界是公司第1台评论政治时事文化历史的一个好节目，拜一到拜四暗时9点，请收看由国际观的主持人张伟明来为您介绍的台湾新眼界政治评论的节目，一定要准时收看。柯老师，你平常时啊看第1台的节目啊吼，你即马若是要看，你会看到一种较介意、较趣味，还是就是？即摆是安尼，因为咱这政治的评论节目足侪啦，吼啊，拢变得拢咧讲政治嘛，吼啊，台湾的真济文化啊提出来讲。文化。啊，比如讲你讲大条件的故事，阮台中故事，高雄故事，你讲打狗故事对吧？头口高雄叫打狗嘛对吧？啊，你讲台东花莲，这真济，即阵啊，大家拢无出国，拢伫国内旅游嘛，吼。啊，国内旅游，你讲去平阳去佚佗去深海水，啊，你去耍的所在，你也知影这所在有啥物典故，有啥物人文，还是啥物伟大过去咱的英雄。阮台中的林家花园，即摆一寡少年仔嘛来注意到，就讲你认同这个土地、这个岛屿、历史文化，咱的前辈先人，而且开垦，你对这土地有感情，安尼你对这个感情伊也发展，你就袂想去国外啦。南投故乡的故事咧，柯老师。哦，阮南投是安尼啦，嘛真可怜的。阮哦，古早。阮就想要走来台中，就是讲，正做南投是好佚佗所在，但是这几年的发展，会当有进步的空间我感觉有进步空间。无法度像北部遮尔，但是好山好水啦，吼，好山好水，大家也无气嫌吼，路过经过不要错过。南投柯伟迪老师的故乡。南信义乡。信义乡吼。南投信义。新家国小南投即届，新家嘿，阮南投这几年吼，包括红海、郭台铭、郭党的支持，中兴高中的球队吼，啊，南投慢慢起来。中兴高中嘛吼，南投拍得袂歹。来，有成业来打球，八打有成业。有成业宣传嘛真好哦，吼，你看伊也个那会缺势甲梦想，啊，这个台北市的陈丁河真稳吼，你看伊拢安尼大第一哩一摆吼。47球安尼。
对吧？我该算算啊，我输不了输文吼。啊，这个赖闽南总教练对伊真信任吼。手边啊，保护呢，老师。就是讲第一个，我讲你即马你今仔互伊牵超过60球，我感觉就较唔好咯。我个人看法啦哈。 60球真棒，因为你即摆已经7分啊嘛，哦，我这个哎呦，个杀数安打，可能爱换投手哦。因为你，我相信台北市唔拿这个投手啦，哦，啊你赢7分呢，你毋是赢1、2分，哦，所以讲你投手方面会爱加传一寡。pitch 前莫甲吹甲真棒啦吼。你看这个球拢对到最后嘛，你看嘛，吼，这个捌打屏东的，这个捌打。left 的杀数，左外野德州安打。这个球人伊对到最后吼，同样安尼吼。 其实嘛无足食家的啦。继续要投，陈永和倒机的投手。除非哈，除非屏东县得分，才可能才会换啦。啊，这东威，东威来啊。2支轰浪吼，4-7会打结落了。11分的打点。你话伊会牵会拍，吼，所以这款的曲国手应该是嘛无问题啦。少年国宝哦，东威。咱以前吼，咱民国60几年样阵啊，少年棒球，咱古早一个球拢超级的嘛，迄古早就满布户口嘛。 啊，即马较标准啊，就无这个问题啊。即马电脑查会到啊，吼。古早就满布户口，所以有诶，阮这，哇，这个球，哎，个炸啦！哎呦喂呀！是，伊上尾迄个谁干到伊回。无你咧，我感觉屏东县你走这是要创啥啦？你是啥看唔到是迄落？无需要走啊！因为你输7分，你即马搁差7分的啊！搁这东威你拍，东威若拍一个扫掉。 你看啊，去扫到最后啦，伊只扫掉，哎，伊只滑咧，啊，多伊只速度落，啊，这catch，啊，有够无彩，无问题，道理，无彩。屏东县吼，今仔日若是输家己，输对方啦。开局的投手选择问题，甲2届投垒哈，吼，拢失败。因为你才差7分吼，这个走这个垒无意思啦，吼，你爱对积累。 啊，这类才拍变一个大局的，你分数才歪拍入来啊！你毋是差1、2分啊，对吧？我感觉讲屏东县毋知是囡仔伊暗号看唔到是安怎，走这较无意思。高友文继续打击，6成打击率，即摆拼小可较慢啦吼。你看你输领过了，这个要拍大机的。伊卖着急，高友文拍确实啦，一支来啦。 本来小润一下吼，按来一下。这身材嘛真好，而且王伟雄伊迄个密度吼，伊的密度对伊的保守手腿拢摕较足低。保守手腿密度，头掠加密度头掠加。头加就是阮英语讲个 framing 啦，这个等于偷好球的功力啦，保守。偷好球。保守啊偷好球的功力，这个球搁杀数啊，你看。杀酸的。你看今仔日杀数，因拢无食干呢。这个单丁河吼，一球无讲介紧，但是屏东县安打拢几乎是杀数，毋是足食解阿达哩对了。头拄啊，迄个卖走就好啊，真食力吼，无菜。甲你讲屏东县，你是你走火大的哦。杀数安打、德州安打、德州安打、杀数，搁一支。你即摆卖走对吧？可能有1分会入来呢，对吧？啊，接落来单品的这个女选手来。单品得来啊，咱往事莫搁提起啊，继续来看屏东县发挥好啊。系啦。 好，继续加油拼点。伊个伊啊，佮是安那要佮。哇，柯老师要骂啊，敢要骂啊？唔是甲骂，我是感觉讲恁太，你可能要拼这1分也有可能啦。是。但讲想讲单品的派。有拼到，这个有拼到。你这个若佮土里讲脏掉吼，你安尼。无脏到，这届加载。哦，柯老师来啉一寡水。这届有气力。哎，那是我看卖，伊这是你。你正义嘛吼，咱看这个是要用辅助的破关。要看电视转播。电视辅助破关。屏东县真正是非常的，就是讲一垒二垒啊吼，拢站袂下会掉吼。这个屏东县较急啊啦。较急嘛吼。较急。啊，即马这个台北市吼，因为你领先7分的啊，这球看卖是。应该是有做暗号，就是要软硬hit嘛吼，拍挂走。一摆咱这电视要做辅助判决啊。是。啊，无啦，奥斗啊啦。奥斗嘛吼。其实奥斗啊，哇，结束。所以吼，这里屏东县战术，你走垒吼，
这失败的正，这是足伤的，你知影？所以讲你足无简单按大家上垒啦，吼！我就讲爱积累，落后啊，吼！你差人7分时，你就较紧的，爱较紧积累才有机会去拼大局。哦，啊，少年棒球员就是安那，伊稳定性无够，所以你后半3局2局你还有机会，哦，你毋是像普罗的，普罗若拍7分的，都可能佫拼倒转啊！啊，囡仔因为伊会惊吓嘛，紧张嘛。所以讲，咱即马即个赢球算球员的啦，输球算教练的。是，真无甲咱趁一寡钱煞败掉去，吼，败了去。所以讲吼，即个当然是，我这恁节目过来啊。画山画水画林东，梦姐姐互你介绍来。彭哥，我老朋友啊，彭哥，你嘛叫彭哥来做评论员，我甲伊20几年。彭哥古早伫阮台中伫美国厅主持时吼，伫球社，我甲伊拍社区棒球，拍到即马呢，拍老伙仔组。你当初伊的实力如何？袂歹哦。人伊是远东工专的校队啦，啊尾也伫联美歌厅拍阮社区的拍身体健康组的啦吼。是。啊尾也伊家己伫这音乐界，吼啊做迄个郭子乾啦。郭子乾。啊，口号顺家即几个吼。画山画水画林东，每礼拜4、拜5暗时8点，蹦恰恰靠位伫的好朋友啊，这个节目一定爱收看柯老师的面子。啊，彭哥你这对，画山画水画好。画好还是画好？画林拢。画好买。啊，画好。所以彭哥伊纯粹的家己人吼，啊，所以讲以你讲的这个台语嘛，不止啊趣味啦吼，啊，伊算讲甲咱的孙阿有嘛，甲徐少顺吼，啊，拢做伙讲这真趣味的客家话。即摆咧整理场地，下晡1点哦是冠军战，大家一定爱收看。桃园市、高雄市，先拼先绝对有拼面的。这个冠军队会当扣国家队啦，吼，啊，就是主导着这个11月U12亚洲杯 BFA 亚洲的棒总的这个，咱2年轮一遍。去年2019年是世界杯，啊2020年就是亚洲杯。亚洲杯。啊，2年轮替，啊，就利用这个华南金矿杯来扣这个国手员的啦。啊，这个华南金矿杯伊会当扣啥？会当扣。你的管区的明星队啦，扣好的就对，去做好的。啊，你若 LLB 迄个社国城杯，迄是用社区国小为主体，袂使共扣这个明星队。去年是桃园啊，拍败日本嘛，得到冠军对无？哦，桃园5比4。桃园是迄个中平国小为主体，嘿对。啊，咱伫这个合作台湾啊，拍这个亚洲杯已经拍，咱有2届的冠军，3届亚军啊，拍5届啊。咱有2届冠军啊，吼啊，所以讲，而且即马这个酷度，台南这酷度变专属的这个小鹏的球场，所以讲全世界其实咱台湾办比赛人足爱来，哦，就洲际杯啦、世界杯，你像你问美国人、古巴人，足爱来台湾比赛。安怎讲？咱科学有礼，佮热情，佮趣味，佮好食，好耍佮袂寡，食鱼嘛食饱，食卡嘛食饱，红车佮变生活，主要佮好耍佮袂寡。你无来台湾哪会使啫？你就小报小咯，伊迄 Twitter 甲 FB 就小报讲啊来啊 ，amazing！The Taiwan so beautiful, so kindly, so friendly。柯老师爱介绍美食这部买晒哦，你美食嘛袂歹哦。我蛮够食的，我讲实在，迄食两碗放3碗哦，咩找我来讲者。柯伟迪老师身材嘛维持得真好。哎呀，然后我你啥？我你不应该拍这老人组呀，应该。唔是我已经到这年纪拍老人组的啦。选秀可会使哦，无啊啦，这已经过去啊，咱这少年啊球员，咱看了足互人足欣赏的。你看这个精彩的比赛，我感觉讲第1局莫讲以外，第2、第3、第4这2队的手臂啦，吼，伊个投手的这个压制拢袂歹。你看这个干度，以及这个台北市的二垒手吼，肥嫩的吼，这个合作谢德加这个选手，这个真稳定。啊，这单品的这女选手嘛袂歹。屏东县就是伊的战术啦，吼，可能一寡爱注意的所在。大家你即马后壁出2局尔呢？你个拼出2局呢？啊，台北市嘛会紧张，台北市上啊，成啊第1局得7分，所以你看开局吼，真重要。开局青少棒以下的吼，这3级棒球，这学生棒球拢开局较紧张啦。甲菜市啊开市共款嘛吼，开市真重要。开市除了本身啦，哦，这像赖闽南就是因的总教练啦。老师讲唔熟悉。捌啦。赖闽南。社区棒球拢离台北3、4个拍得的，社区队嘛拍得。哦，要20年前的代志。即马这个学校，你感觉专门体育班来带球队爱改进哦？这个嘛是足大一个问题呢。我个人我对体育班的看法是讲吼，
政府则爱小注意一下，因为最近有各种新着各种的球队发生代志，啊，所以讲这毋是意外咧，这已经有真正咧讲，所以讲希望讲毋若咧学校以外，还有人监督。管理问题，管理问题，啊，个囡仔吼，有时古早是安尼，即摆的教练其实比以前好足济啊。古早教练是错间六条、槟榔波、分酒拢来，迄款真多啦。阮的时代是。因为伫内底是轮回无，轮背无轮回嘛。毋是，主要是教练，毋是以前啦。我讲以前教练是较伊技术袂歹，但是伊个人的修养无够遐，所以槟榔混酒，我毋是讲迄袂使，但是你咧教囡仔有教养甲教育。那么即摆咱真侪拢科班出身的教练嘛，伊可能体育大学，甚至会去读硕士啊，吼，即款的球员来做教练，伊的技术无问题。啊，当然即摆拢唔敢拍囡仔嘛，袂使拍囡仔啦。日本无体育班嘛，日本嘛有哦，但是因嘛是爱会甲你讲，教主远迄其实迄嘛有体育的啦，迄但是伊对功课嘛小可顾啦。咱有台湾囡仔去拍日本的教主远，柯诗燕迄吼，柯诗燕，嘿啦，但是因是安尼啦，无像咱遮明显拢甲积一班啦。哦，功课嘛爱顾者，因为棒球毋是你的全部嘛。来看到595，哦，今仔迄个防浪上重要，3分出去了，哇，可能拍第一粒球你看，伊只要拍第一粒球。接了真水，慢慢啊走过。对，伊这动作就对啊，吼，咱这个动位的动作，接到球了莫赶，接到球了袂使马上传到发度，你会无倒，你会爆头，接到了走两步啊，啊下抛，伊带你最看，伊即摆个留啊上尖头发，阮会教起来讲你吼，接到球了。走两步，对走两步啊！啊球下抛，伊咧上抛是这个距离吼，歹扎，啊会爆头去，下骹吼下抛就好。动威真精彩手臂，投手劈切动威，大家达到关注。大家切到即马，甲第一局得分赢咧，我你看这苏联球，数大个这落不过来啊！大家只台北市挂一支真煞歹的目镜。伊这个是防晕眩跟防阳光的啦，较袂插目嘛吼。种买挂这啊，拢地上买挂这。哦，这个球呢，拢落过来。这东伊的控球我袂歹，看到了。应该一开始就起来，东威吼。一开始叫单边伫个女选手吼，需要行遐。咱真侪比赛者，当然后壁无比赛啊啦吼，你都好的拢全部拢垫出来啊，对吧？投手已经靠啊，投手已经靠啊，无问题。这基本的动作吼。第一个投手甲这个大干嘛压定头共款嘛，压好掉嘛，一开始吼。无，因为咱有诶，我毋知屏东管理教练团是讲要做人讲车轮战的啥吼，啊无你上好投手就要压你头前啊，你等到分数叫人优开了吼，较麻烦啊。无菜动位才好吼。对啊，你即马后壁再要收山吼，会足歹收山诶。歹收山。来，土奥多罗兰啦，你看这个个落步过来啊！伊这落步吼，那你国际赛要注意哦，那国际赛啦，韩国、日本这种球吼，哦，迄拢夹足硬的。落步下坠球哈，下坠球落步 drop， 我们英文叫 drop。日本、韩国上高拍这个落步。有啊，因这球吼，投手真赛手臂走两步共款，哇！手臂足好的吼，手臂赞。劈车手臂足好的，足有观念的。同位大家关注哦，这选手未来可能是咱校帮前校帮一位人才。台南这个酷道，这个 view 啦吼，感觉袂歹咧。伊边啊，佫有大人的棒球场，你去也未去好。伊当初阮下个车尾去的时阵，若行伫即个参花路嘛吼，遐嘛无法度行出来，应该行省道口恁若行咧参花路去？对，迄当阵可能游览车的司机较无熟悉，所以要注意。伊这里倒一个所在呢？使到安平港去。台语我上赞，公司台语台好节目，每礼拜六暗时8点，咱来看台语我上赞，是由小鬼、黄鸿升甲张文琪来主持的。咱讲啊吼，台语即摆少年人，你感觉是毋是较无咧用生活化物件？伊主要是安那环境啦，就是讲你即摆有诶少年人伫学校拢讲国语嘛，讲国语国语袂标准才系。啊，你客家人，咱客家乡亲诶客家主题嘛无你讲客话啊，咱台语甲会拄着甲客家相像诶所在，就是讲囡仔会
伊的同才之间呐，吼，伊的同学之间讲台语少去啊。所以柯老师一天内底啊，你平均差不多几成拢是用台语讲？因为我上课有时我嘛讲台语呢，我用台语讲财经呢。所以讲就习惯，爱讲就习惯。讲是讲听，啊，有囡仔听哦，我用台语讲股票啊，用台语咧讲美国的财经啊，讲政治啊，啊，即款的囡仔听哦，伊就当然有的讲啊，老师我听不懂，啊，你就讲好，你感台湾人，伊讲伊毋是，啊，毋是安尼，我紧我就两边语言拢做甲你讲，啊，所以讲这是环境造成。你看咱的台语就是，你做囡仔毋是一定是听老爸老母啊讲阿妈咧讲的嘛，对，所以你会足流利的嘛，即摆囡仔都无这环境。所以大家爱逐工讲哦，台语逐工讲就会晓啊。当然咯，晓。马伟雄八达。屏东县的马尾上吼，即马来到这个七八番车啦。5-7粒吧，单丁河，小过来注意哦。这单丁河吼，那有时候要扣我咧摇啦吼，记录较无法悬，第一个身材问题啦。啊，这种球路对国际赛较无威胁性。细粒子的球啊，较食亏吼。较食亏，因为国际赛嘛是希望讲迄 power pitcher 啦吼。靠力头，因为美国遐拢真悬大你看有时候遐，大家看身材，迄看到当大人咧啊。有诶比安排较大张。有哦，拢食牛肉的呢。另外拢大家拢大地哩咧。较早老师捌出国比赛过。阮友谊赛本来要去洪都拉斯，解决毋知什么问题，阮第二队啦，第一队迄年破组队啊。破组，家己破组。蔡明宏迄队啊。单交安吗？单就是哦，迄个真厉害哦！18K 啊，18K 单交安破组队。你台中才咧教鹅棒，教迄个幼儿棒球，伊加认真咯。单交安即马你袂歹玩，但是说你贡献社区的球队，伊嘛你教小金量啊。家己破组单交安18K 哦，威廉波特的哦。但是迄个比赛当然是，迄个时代啦吼，迄个时代有真侪人足好的一个回忆。Two strike, 3 ball。老阿多，你看这个单丁河的这个康多鲁袂歹吼，伊的卡布拢会入去这个好球带食。康多鲁控球，卡夫取球。过来看这个球来，速度。哦，这重心夹足技足赞的，哦，这个台北市的这速度真赞的吼。马伟雄真生气哦，张丰毅吼，张丰毅这个速度，你看伊的重心吼，啊足低，你啊最后看来看这动作一下吼，手头卡足低。这个嘛有机会扣国手呢，这个总教练真甲操的款，有训练的感觉。伊这动作，大头啊，因你接球当然少年足水开的。哇，这球变化大地卡夫哦。手落无来，人讲啊落啊。小可你忝嘛来单点火。有可能，因为你只等较第个。小可有走精吼，这球路吼球。你若看球，你惯性就是体力无够啊。体力无够啊。嘿，球若你惯就安尼，就是迄个。我袂歹，你看，我入去迄落。过来啊！但是以前哪你知？因为伊等即款的大地吼，毋是拢吹啦，所以体力上较袂像。咱吹较会落啊！你看咧保手，你牵到投手吼，爱牵胸口以上，莫牵伤低。伊牵了迄会喘呢。伊的手后翘细了，会敢会过头？无啦，咱你牵了时，伊的手吼，倒手伊会来甲咱的正手的迄个过人骹只。过人骹。嘿，啊手这个，阮讲这下做啥？这好 ending 吼，follow through 会较顺啦，球会足够走的啦。啊！你保手嘛，我看嘛，真够甲带，真够甲控球。本来佮大地你看，伊这大地吼，拢以迄个曲球为主啊。这是伊的优势啦吼！我相信内面人总教练用这款的投手，一定有会用伊在吼。单丁河未来达到期待。这好啊，甲保护啦，莫牵者伤济去。控球袂歹啊！你看，我相信啊，是足久咧。67球用球数，单丁河。伊的武器球吼，所以到最后你看，这来是直球啊，伊毋认的。直球有这个速度。伊就感觉讲，伊搁咧对伊的慢的啦，人讲对慢的拍紧的，哇，紧的来煞袂赴。对慢的拍紧的。第5球安尼67粒安尼。这个单丁河选手伊还袂大汉啦吼。等甲国中内个有大项起来啊！如果若抽落抽到100倍以上吼，手还高，而且倒机的投手是较少啦。国宝哦，倒机的国宝，对不对？来哦，这个甘美虎，应该是慢度，哎呦，哇，袂歹，safety 慢度，safety 慢度。这个慢度最准的哦。伊是安怎会做？你看3度吼，看3个数，看3对2伤远啦。
伊看李靖吼，看李靖吼，李靖手较后壁啦，所以伊甲掠这个方向，哇，这真巧。真巧，捌搭食即个速度，一个目色，看伊徛伤远，马上一个点着慢度到发度。这个日本人定定安尼啦，伊若看你杀到手较远哦，伊就来甲你 safety 慢度。因为伊知影讲你要扣这个球无好扣，啊，佫而且咱这个内野拢种改草啊吼，草啊若是踮伫草部时，伊会动乱，就较歹，较无遐好手啦。来，休汉，一番大叫咯，水哦。无走。你要掠伊个空爱注意吼，咱讲掠伊个时间差，种投手咧动作上大嘛袂使，但是你看今日屏东县投垒拢失败啊，投垒拢失败。你话啊，所有的捕手两边拢共款，台北市甲屏东县的捕手拢看休息室吼，会总教练落三印，因的三印毋是家己落啦，伊囡仔的三印吼，暗号一定要教练甲落，直的练的。对，一类的屏东县迄个跑者吼，若是佫走啊。柯老师会生气哦，我是袂生气啦，我是讲因的战术哪会用这款的头前3届失败啊，已经3届失败啊，头垒屏东县，这真系足伤的，你知？真正是伤成伤。这士气会叫无？当然，因这囡仔无法度讲100%控制啊好势啦吼，反正教练有伊的想法。啊，因为倒机的吼，吼，迄个捕手吼无好看，因为看一垒的跑者较无遐好看。你注意看啦，以前即个莫上吼，即个台北市的捕手王基祥吼，即个选手袂歹，伊接到去了较紧的，伊的动作小可掠一个角度相对迄个一垒者，因为伊的角度去互倒机的即个目达去动着，伊目睭看到即个一垒的走者时较无好看。台北市的捕手是投手底的哦，王基祥，卖后边来投垒哦。所以即款的做捕手就好处，就好处就讲。投手底王基祥，即摆做捕手。有诶，因为少年棒球立基站吼，甲高中以下拢共款，有时捕手、投手伊拢爱练者。哦，你只我就知影讲迄个感觉啦。啊，若投手投以后85球，佮做捕手是毋是手会受伤？即款的尽量卖啦。尽量卖吼。因为你牵到咧路电伤重吼，伊你佮牵死你手吼，囡仔还佮你成长当中。尽量啊保护，咱即摆保护观念是有啦，但是还佫加强一丝，对吧？即摆看了家己的惊吓。投手落地以后是爱平呼哟，这个观念即摆有敢无改变？即阵啊有了一个理论啦，有人讲免啦，啊但是平呼用平价咧平这个，主要是咱看了了吼，断几百万条的微血管，啊你微血管过来，你的一氧化碳甲乳酸吼会堆积累遮，咱对你讲 muscle strain 嘛，啊所以讲现在讲美国大联盟甲你讲你。起了了，你过长工，第2工、第3你拢莫动，可以尽量可以恢复。因为微血管动无要紧啊，迄2-3工就补转来。因为你的红肿热痛嘛，啊，所以讲对到这个少年球员，咱的古早球员是手会帮伊，其实伊规条筋路吼，有会拢断伊啊。所以你看那个王建民嘛好啦，桂宏志嘛好啦，迄位是更到尾是拢换韧带嘛，有无 ？Tommy Jones。啊，即款的就是讲你从古早的累积，甚至有小骨刺内底啊。骨刺。啊，即款的就是讲少年棒，咱古早无迄种地性嘛，啊，即摆慢慢有啊嘛。用冰角去，互伊迄个冰镇，这是还佫会使啦。我认为，我最近嘛咧看这个文献，有人讲毋免，有人讲佫计啊，普罗嘛是继续安尼创啊。休困上重要。啊，休困，这事实，这啊，食好饱困哦，啊，莫暗时啊，莫拍照。咱咧有个球员吼，体力赛好咧。一寡普罗的选手暗时要去饭店，就较迄落想讲要去啊。嘿，对，嘿，想要去食宵夜啊，你著卖，嘿，即马真正甲你看。生活规律是球员上介重要的。你看林武义人嘛好啦，一流的球员拢足自爱啦，吼。来看少年棒球者，你看都袂好使。我感觉台北市的投手吼，爱小可换人安尼。但电话70球啊。第一球拢悬起来咯，球拢悬起来。大地卡夫、小地卡夫，即摆单电号可能卡夫无半地，无半地。看无啥就，啊，即摆就是讲屏东县安怎啦，单球，莫出棍啊！你若出棍啊，等于替伊解决问题啊。莫想出，嘿，搁等，照看搁等。伊只 one and two 吼，one strike two ball two out 投篮啦，发作 scandal， 一般会叫囡仔呐，等甲2好球才来拍啦。捌打所以先拄久一下嘛紧吼，拄一下久的。是啊，未想拄过来，可以加等几粒啊。伊在控球你歹时，你莫急咧拍，你还是动作。哦，我单电话加轻几粒啊，捌打小微一下。伊有经验哦，这个单元你看伊咧 Kansas 干投咱啦吼，有经验。但是我感觉路电有较重啊啦。
所以把打看嘛咧。 47球，陈天豪继续投出，好拍，球真好拍。这只球爱拍啦，啊是啊，当然这种结果论啊，有人讲啊，你讲什么等啊，好球你敢爱扒，对吧吼？这局对平龙关嘛一个关键，你知，若有安打有得分，对，这个7-0甲8-1，虽然差7分，若讲啊举个例啦吼，这感觉是无共。我有得分甲无得分是两回事的。 希望滨东关会得发挥一下，尤其有几个好选手。哇，你看，个 A 拉去。 啦，4-5。啊，伊咧牵涉发射是一垒甲二垒拢有人，啊，单丁河牵涉发射，伊看到一垒手、一垒的走者吼，一垒的咱啊可能离落较远哦。啊，注意这有时吼，如果一垒手若无离垒包面顶，迄是没区呢，是犯规呢。陈天豪小可咧忝哦，疲劳哦。抓把打，一般拢会甲。 上街啊来，哇！这个抓，无问题，哇，双刀雷呢，哇，得分啊！滨东关终于得到1分咯。哦，这个战术有成功啦，吼，滨东关有成功。这阴错阳差啦，拄到伊拄啊牵涉发射迄个 A 啦有无？才有1-3垒啊！啊，这个球拄啊一垒的咱啊落啊嘛走。台北市一个 error 造成了失了1分。 这球其实吼，迄当阵啊，小段啊较往头前接着球随过，但是有难度啦，有难度，伊拢收较后壁去啊。图出力哦，哇，打过来，欧马出去，这是干到咱积分连击败啊，积分连击败。来到传袂赴啊，应该积分有啊，积分哦，有变数啊，无共咯，7-0甲7-2就无共啊。7-2，老师滨东关这球袂歹啦吼。 所以就是拄在讲迄问题哦，你拄在伊就是这个单丁号的投的迄个数量已经要到80粒，应该爱换投手啊。 80粒你看，我唔知影讲台北市敢无后壁敢无迄救援的投手，哦，应该有准备投手伫遐咧等。已经到80球的陈天豪继续投球。 啊，迄当阵啊，因滨东关会咧掠讲要走垒，袂拖垒啥原因？因为伊的即个卡步较大地，速度较慢，要掠伊即个讲啊，你速度较慢，我就来走。但是你离差7分，你走这个较无意思。迄当阵我讲头前去3失败就是安尼。投手的速度慢、球速慢，其实对着考虑者较有利。较有利啦，但是问题是你，我来这个把打得你好。胜打啊！哦，袂歹袂歹。大叫啊，滨东关大叫来啊！哦，你走了足恐怖的型呢。来打点，这个球是大概滨东关今仔日以来安打这个拍得上平。拍出了咱台湾的特色啊！滨东关拍出来啊！7-2哦，要注意哦。奇怪，这个台北市的总教练、恁教练应该爱看投手是毋是？你看伊这卡夹起来，这阿达你看足食家的吼。哎，土澳道啊，出土澳道以后，这个合作的时阵啊，咱啊就已经走啊。啊，这个捌打靠到这个乘船时吼，走去干道，都变相的2垒安打，都2地啊。我一惊打2分啊！你看，过来拍，安打你看。 7-4无问题。哇，哎呦，这个搁入啊第2个7-4啊，差3分尔呢，哇，搁留去啊！这球真正好看，滨东关的大反攻。哦，紧张咯，7球咯。拄正7-2时，应该就爱发time吼。陈天豪真正无度，应该换一了投手。拢关，不用伤关。拄正教练应该啊发time者吼，甲球员call一下，这球员小可错手啊！滨东关的大脚哦。你即摆若搁一支大机的，就换来啊！投手搁2粒球，即摆83粒球投出，剩2粒，85球就进步啊！所以要牵到，牵到进步就对啦。哇，抄掉，陈天豪要注意哦。所以伊即个打击了就爱换投呢。是。 这条有可能超过85球，有可能啊，因为这打应该单一球，可以投到差不多87、85以后爱投个了，所以即马继续投。啊，当然这打势爱牵了啊。是。像咧土澳道吼，土澳道也其实是无啥战术的，就是推啊拍出去尔。
啊是讲教练调伊叫你讲叫你单球。自由发挥啦，八达。哦，车包比，哦，这个两地啊。哦，冰冻关，搁倒来啊，搁倒来啊。乌昂城的精神来咯。陈天和这个投手即叫大失血啊！你拄则就爱学你，互伊牵到真棒就唔对咯，7-6啊咧。你看这个球拢加掉，因为拢等你的大地入来，人地甲挖有无？你看，这个扫掉，这种扫的，车包比安打。这少年棒球就是安尼啦。你看昨是毋是比赛嘛是安尼？5-0拍到6-5，再去叫盲解，对吧？盲解逆转，逆转叫盲解。台北市毋是讲包赢的吼。都甲你讲吼，这种比赛，伤可惜，因为你这投手，咱当然咱这样看足清楚，但是咧当中咱讲啊，你投手感拢无啊，啊是台北市的球员是有限制着这个球速，叫限制球。台北市照看咱这名单内底，台北市的投手啊，搁几啊个人呢？咱来看到中午台北市要来换投手咯，陈天和毛紧，这个囡仔真有前途，伊的变化球卡夫大地设置打了真好，加油！咱讲老爱紧起来保养一下手吼，休困，莫想我济。伊前几个看到袂歹呢，啊，这局其实有危机的时候吼，感觉对上已经去绝对真该注意啊。去变一个毛紧，陈天和莫想我济。陈品新。地平线啊吼，地平线，这个地平线，到今仔日为止牵2局，两啊个2/3局啦吼。一场胜利。自责分率 ERA 是0咧吼，是袂歹啊。这个表示讲啊，这个会牵来，拄则无甲摆出来。较早起来。就。陈天和嘛袂遮尔艰苦。咱一般讲棒球啥咧吼，宁可早换袂使晚换啦。宁可早，你若敢讲定打总教练时，你若敢讲。即安那看怪怪先在只换投手啊！你莫他妈莫个拖刷，哦没有，莫讲我个博看嘛咧，你个博一个后一个打击安尼。个凹落去无一定就输了了啊！会发生代志啊！发生代志啊！因为咱一场比赛平均测啦吼，就是有一个统计，讲一场比赛若三届得分球，你若摕到2届，就大概有机会赢起来。吕将单兵掉，来一支好无？先看者，先看者。先看，即马发斯咱啦，看要抢嘛。地品新新任投手台北市地品新，这士气去互屏东县的拍起来哦。你若头前的赢较侪分，尾啊去互拼甲拍平吼，是后壁弱起来人吼，士气较好哦。是。咱来看到单品这个打击，这位女将，无啥入吼。那一般教练会甲投手吼，啊甲选手讲抓巴打，哦。抓打击者，巴打。你专心对巴打，拄则迄个陈平湖这个先发出就是吼，太伤注意到垒上的走者，有搁共牵涉一下 A 篮球无？你都一专心去对巴打倒啊，你都牵遐。加了工的嘛，莫想我济，吕上有人莫想我济，专心对付巴达。你个土豪都要发生代志，所以讲人讲2出局以后吼，鱼才开始搬落去。哦，这起码杀啊拍过真有力的，你看。单品这位女将杀气重重哦，袂歹哦，就是要拼死哦。伊无输这个查甫呢。单品这。这拍球的观念，唔知伊的时段吼，咱这真侪拍过野球的，这第2代、第3代拢来拍棒球啊啦。这有可能找人嘛，有咧拍野球。是，两个哥哥拢是棒球队的。啊，莫怪。哦，这嘛做囡仔拢甲哥哥算做伙啦。是。所以伊的基础，你看动作吼，手链球啦、牵球啦、手臂吼、头打手这动作拢真标准。是。真标准。我这选角是袂歹，你看球看足正的呢。姿势徛真在，下盘真稳。伊这款比赛拍到最后颠倒是，即台北市的错咧等。台北市错咧等哦，老师讲爱注意哦，比赛变化哦。出去啊！这个球应该是没问题。哇，2队，哇！单品的屏东的女将，好厉害呀！非常的精彩大局，屏东的那个大局来咯。
第5局，哒来spotting，哇，这姑娘啊，伊即摆李蕊的安打，一局甲拼6分，你看这个球搁伤悬，哇啊，伊搁选了足好，你看，单品德，这是查某囡仔哦。嘿，伊的动作足水的呢，你看这司令股吼，拍对这个赖道甲现代方向2地。吞吞了真久的单品德，讲出来这支李蕊安打，因为我卡国手伊会强扣到哦。有可能单品德期待伊变成咱中华代表队唯一的勇猛女将吼。这边比赛嘛是唯一一个嘛吼。莫过因来挂帅，不过应该拍棒球有关的。女将。袂歹啦，袂歹，这咱希望搁较侪女子的这囡仔吼，做伙来拍野球。这边啦，球拢小可扑扑的，危险哦！你来甲胸口仔球，迄打出去大地呢，差1分尔呢。差1分哦，这局无简单，屏东关。好厉害呀！一局拼6分。哇！这样讲啊，小刀，哇！机会哦，等下，啊！陈炳祖，哇好，白咯！台北市的手臂出现了小小的问题，7比7。哇！代志大条。真正是这球小刀第一时间球佫无好着，来看下这球，投手无法度，敢出小刀尔，小刀哇手套无够流力。温袂落去啦。单品德这女选手你走好，观念袂歹。哇，这个处理真水，单品德扣起来国手，绝对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单品德女将。注意哦，即马数据叫拍起来7比7。数据拍起来。地平新台北市的新人投手压袂掉。这个是叫董建昌啦吼。当建昌。反正阮拄仔讲叫黄建昌，当建昌。李蕊有走哦。投垒，你看一直咧投垒啊！哇，这catch是王基雄嘛，嘛小可紧张啊，人讲吼，棒球就是看这危急的处理。内行的你看比赛是看啥？看手臂甲看走垒啦，手臂甲走垒啊。结果你看这个手臂甲走垒，吼，双方有得有失嘛。你看这个我闪了足水啊，保手你牵吼，小可放标去啊。得点权有地线分哦，即马屏东关哦。对啊，你搁积分就盲解啊呢？盲解，逆转。哦，来哦！屏东关敢有机会盲解呢？逆转一个哦。土奥多那斯干多，哦，这个赢的，这球无拍无彩。One side two ball， 土奥多。对啊，这拢爱看，你看咱看休息室的教练做啥样嘛？站起来，站袂掉啊！双方拢会紧张啦。过来，先打慢，这个球，出去，哇，盲解，逆转，欧王城盲解，屏东关盲解成功，8比7，电动领先台北市咯。这个代志大条咯，5局下半倒赢1分，屏东关。同款的位置，李蕊的垒包，Ovaski拢无处理好，8比7，欧王城嘛，屏东关。因为这边比赛屏东关是所队伍拍上侪比赛呢，因吼拍7场比赛，这第8场啊。柯老师，你知影屏东关这份5工就出来啊，加5工的训练了，愈拍愈好呢。这支队伍无简单。这球本来有机会了，结果去5工积分就是讲这球员训练5工 QQ 的，竟然想到冲破就来啊，来比赛。所以有的佫无足熟的。嘿，无啥熟。愈拍愈熟啦。美国队嘛呢啊，美国拢电脑劲的，迄有的来甲机场才讲 nice to meet you， 才慢慢考呢。哇，无简单，少棒会当一局就8分呢。这是有可能。哇，真厉害！我拄则无甲你讲，迄个比赛绝对最后比赛唔是安尼。单点号真正是关键吼，这个投手迄当阵换时机。爱换啦。爱换。咱这旁观者清吼，你台北市叫你换，你唔较早换，你这出代志要换到火烧去啊！要收山歹收山啦！台北市爱积极来回哦。来注意啊，即马完甩土堡路，土奥多咱啊发射吼，一垒有可能要走哦。瓜子油，可以啊。一个巴达真重要。你要走，你后要走就对咧，你一定走呀。可能了对啊。冇紧，8比7。哦。够本啦。拼一个，台北市冇紧。
还有机会。赢球拍到出半局尔咧，出半局。赢的搏啊，输输去。8比7，冰冻关颠倒领先到台北市咯。这场比赛是非常的精彩。搁剩1局的时间，若是讲到12点的时阵，比赛也未结束。咱这个公司台一台电视的频道会策划播送中昼新闻，所以12点会准时播送中昼新闻。但是伫网络平台，公司台一台网络平台，由安尼继续将第6局完整听现落大家转播结束。网络做到最后啦吼，恁直播的14台吼。上拍台湾歌是这个消防士来主持的哦，个露露。消防士的歌。袂歹。但是即摆吼，因为上尾一局嘛，一定要唱一条歌互人听，好无？什么人？你爱唱一條歌。袂啦，我咧唱歌，你開始講你歌哦。這也無樂隊也無啥對吧？我咧要唱，本來要唱，媽請你也保重啊，高樓願望迄款的。即馬冰凍關咧豎起起來嘛吼，來江邊小白上城的所在。江邊迄個再會啊，江多對吧？來。街邊甲平潭前了，街邊甲平潭前了上嘅所在，咪就迄個哦。冰凍關，緊加油一下。袂歹啦，因為冰凍即幾。我拄仔講嘛，因迄個合作的比賽，所有比賽都因拍上一場啦。是。因第一場就輸哦，第一場咱就輸哦，花蓮哦。對。結果連贏5場呢。無簡單。所以即個下港囡仔，你看台灣頭甲台灣尾兩邊你射，你無感覺心色嘅？足心色嘅吼。南北嘅對決。對啊，足久無看一款。古早講南美和北花興吼，即馬即南北對決，你看一個頭一個尾，一個7一個8，所以拄則台北市就失神啦。你是講7分就贏吼？就小可攻擊吼，就較慢落來。即棒球就甲種棒球才較有神嘅。冰凍關守條網界就成功啊！就守起來就即局就贏咯。因為這東威第一局就開始牽啊呢，大概8粒。安尼伊牽好了應該無問題啦。東威第2年的投手守得真好。台北市壓力來啊！7比0變成倒輸1分，8比7。所以因拄仔拍傷久吼，迄投手會較大叫力，是較大叫力。我以為台北市這場比賽啦，萬不離過啦，足無小心啦，你教練大叫咩哦？因為這囡仔本來穩定性就無法教，所以你當邊個教練你來看講，或者可能這個合作。球員的迄個極限吼，投手比較愛換啦，路電到一個坎站你就愛換咯，袂使講啊，佫輕看賣，無佫輕看賣咧，比賽就算換咯。差一球嘛袂使，投手愛換就換。當然你這一定。那個這個球有機會哦，比賽佫有咧看了，佫看頭的哦。因這個屏東的盛大吼。屏東的中間所盛達竟然有機會要8傳3的，要對盛達傳去發數呢？才主啊，伊走足頭前的。非常有技巧的打擊。嘿，需要切一個，度一個，講度一個。度一個球盛達。你講盛達厲害咧，盛達厲害咧，盛達，迄只敢有機會傳呢？安尼啊做戰術啦，啊做戰術，伊1分爾。啊，即擺若如果要點吼，台北市若要點，要做奧克利曼多，你就好點。吼，先較緊掠出擊數，因為你佫贏1分嘛。啊，台北市啊做戰術，嘿。台北市奧克利曼多，犧牲打擊無。咱來看伊即擺徛的位置哦，伊即擺換即個李書武，伊的打擊就無懸吼，所以有可能奧克利曼多愛做出來。1.6個打擊率爾。完賽完幕，諾瓦多咱來發射。上尾第6局、第8局，台北市反擊。本來想講7比0比賽看起來無咁介精彩，要拍到遮緊張。哇，頭一局就刺激了吼。哦，那司令股哦，這真有感情力。用性命咧壓伊巴達。羅賓龍教練講你目睭看咧，目睭看咧，吼。羅賓南搭咧柯老師咧打電話甲講一下。啊，最近食較大顆我。無要緊，台北市。買做戰術，伊即擺愛較緊的甲發射咱啦，吼。愛甲發射咱啦送去你二壘啦，吼。啊，你才有機會對二壘遐去拼一個安打。即擺圖帥氣安尼。哦。東雲賣閃哦，拼一個無緊。這個叫個落布，落布下墜球。有點累。
其实你即马突甩机突破率吼，应该会当用高吊球啦。开 Facebook 甲调一个哦，看东伟来投出这球。真低啦，有速度啦，伊个速度搁103 km 嘞。马达嘛真精哦，选球真厉害，顶真。哦，即马来哦，即马突甩处理波路啊，总教练个突甩处理波路台北市可能会做许多人。如果讲若歹球，吼，就补上嘛，对吧？若如果讲好球，一类就变自然到垒啦。哦，伊就投入走スカンド，要拼迄个李瑞迄个得分，这种得点圈的位置啊。结点权啦，吼，李瑞吼。哎，这个教练啊，一分加火啊收我掉哦。这有时哦，伫边仔看啦，较紧张嘞。屏东好厉害，7-0拍到8-7。本质无改错，屏东干那赢一分尔，爱顾掉。东伟继续。拼一个，今年华南金控杯上届精彩的盲界逆转比赛，希望伫今日屏东县爱收掉1分。台北市无放弃哦，我告诉你，开始讲咱收窄，台北市无咧放弃哦。安尼后一番就会点啊！罗宾男教练去你讲两句哈。我都甲你讲，伊这用去倒浪啊，伊骨力一定出来，伊好球嘛，伊一定牵好球嘛，所以一路的咱拿就已经走scan到去啊。比赛愈来愈好看，第六局无一定拍袂了哦。这个无输普罗的哦，东伟吼，伊牵到要80粒嘛，吼，手嘛了挡袂掉，好球啦，8.5球了。东伟80粒球，剩5粒球的进步球数。即马佢本来射得加，伊可能嘛爱做乌克里曼度呢，因为要拼，即马差1分啊，你2垒要转来，所以你爱送去3垒吼，才拼1分，先拍平啦。乌克里曼度牺牲一个哦，来，有点着啊，出去无彩，这球点咱嘛算有其他啦吼。因为咱咧点吼，咱爱点发速度的方向甲杀度，别说点正中，你点正中，咱投手心里拄错起来，所以伊是点外角球顺势吼。差一输啊，无彩，盖外球无紧，台北市个有机会哦。即马问题是突甩机啊，你搁点，你突甩机若搁点失败就三振啦，就算 out 啊。啊，个个就是做迄多人嘛，可能。迄多人，哦，好厉害，搁这两一好一歹81球啊，用球数81球。一好，歹势拄则咱看到，one strike two ball， one strike 拄仔迄个字卡是写 two strike，one strike two ball， 安尼有机会，搁那伊会搁出咯。掉咧，出去。搞无法度，打不回。看卖咧啊！真嗨，这分平手啊！你嘛，这个球拍平去了。内野手的压力真大，这球传法度传了偏去。这个斯干道这边做相杀，马威雄呀，不是，斯干道是这个合作。这个比赛非常的刺激，即马屏东县教练抓袂掉啊，起来调度可能有一寡变化。甲瓜子约斯干道换来啦。东伟落场，不是，这个斯干道来，是干倒来，因为要做相杀，你叫 campaign 去。所以东伟个2球嘛，吼，会当投2球。还佫当牵一个大时啊，这球速度无问题，传就叫 penny 啦。走垒的人那是有影响到伊传球的嘛。伊出迄个垒。无，伊走出来，这个感觉无讲遐明显，但是伊迄个出手是叫 penny 啊。迄个偏球，哎呀，真正这分。人讲串手啊。串手吼。无，咱对囡仔不能苛责啦。双方都平手啊，8-8，比赛非常的精彩。若是到12点，会切换到中岛新闻，网络直播继续为您播送球赛。哦，109记录，通话这个大时伊爱较更加硬起来。啊，无你换后的投手就足歹讲的。 83球啊，东伟剩2球的投球数量。扩大，哎，怎么到？这个都对观众讲哦，所以拄正东伟的这个牵球的这个，其实拢掠着嘛，掠着，拢掠着。周定一
就位捌达，这135公分尔。看卖哦，莫看了无点哦，无一定。这做代表队的这个选手。叫那电江山哦。这个甲掉一个。 86球爱投了，虽然超过85球，但是打击的捌打搁伫面顶。这下的球员拢最爱拍关球，落的球员拢爱拍低球。所以我温某足悬的，我嘛拢经较悬。拍出嚟。你也是改良品种，对，这甲拍棒球甲关联。查甫人爱经悬的。是。好，缓和一个比赛紧张的气氛咯。咱看这摆台北市。8比8咯。8比8。哦，这两场拍到8比8有影。这比赛之前大家嘛无法度讲有种分数。哇！球！机会！哎呀！哎呦 ，double play！ 哇，哎呦，你多厉害！有够水的一个手臂，精彩的比赛。哇，这粒球飞过去，两个人就往生去咯。柯老师今日来应该是有记答对无？这场比赛精彩啊，精彩对无？少年棒球这么看嘛紧张。我今麦看了这样精彩的比赛。会紧张。会紧张吼，非常好看。咱唔是因的城市的这个偶演的吼，就看来紧张的。是比赛啊，若是到12点，观众朋友较歹势。公司台台电视的频道会策划到中昼新闻，不过网络的直播会继续为恁放送。这场唔知第6局到尾都结束的比赛呢，台北市对着屏东县。下晡1点是冠军战咯，大家斗阵来收看，听柯维志棒球评论员柯维志伫我身躯边，柯老师来为咱讲上界趣味、上界专业的古早味棒球。拉比赛啦，无啦，真正我现在笔记已经写一本啦。无啦，这个囡仔棒球就是我都讲伊稳定性吼，啊，佮无像大人遐尔稳定啦。所以讲你看一局当中就变大局吼，你看一个小小的失误就造成这问题啊。你看拄则这个去拍平嘛是失误来啊，吼。所以讲即马8比8，对即马压力就倒转啊哩这个台北市啊，因为1分就牵有啊。换投手的时机足重要，所以。咱讲投手人口早换嘛，袂使伤换。你就感觉讲，你就感觉有问题就爱换。啊，无你等下讲出代志也要换，啊，就袂符啊，袂符啊。真正出代志就袂符啊。我两边今仔拢有考取的所在嘛，有检讨的所在，就是讲这个手臂啦。我都讲嘛，讲比赛看一个球队的，这个球队有够勇无？有够脚无，就是跑垒、走垒的观念，啊，甲手臂的动作。是，目前比赛即马进行到第6局的下半局8比8，台北市屏东县8比8。等一个12点，请大家注意哦，电视的频道会暂时策划到中昼新闻，但是网络的平台依然会继续来转播这场比赛，请大家继续到网络的平台来继续收看，并且分享给大家。台北市吼，台北市石油破，新的投手石油破，前几场出赛一场啦吼，牵一场去。所以你看，这个投手拄正哩，这个单丁无你无稳定就歹换，表示后壁佫2、3个投手，你袂使甲当做圣诞礼物客里啊唱对吧？好来看屏东县的这里哦。这叫趣味哦！第6局下半局，屏东县第1位捌打，较技术吼，所以因为较细汉的捌打投手咧牵吼，是迄个牵多了这个好球带较歹牵。设立这个计划有伊的好处啦，好球大对投手是压力。你话要甲收者都球较悬，啊，这个就将来就爱等，卖是真眼。就大家只无一定是骑兵哦。你等歹球，你看，我咧等。后讲的人，伊较有优势，就是讲我会当等嘛，吼，所以莫急的出军啊，加看几粒啊，甚至也互伊牵到2好球、3好球，才来出军啊。等着，你看等着。好，安尼后一番，是毋是要做奥克利曼多？因为你奥克利曼多送去2垒是一间大的，就倒转来。来看卖倒机的，哦，倒机佫有机会做奥克利曼多。啊，一番呢？郭玉涵，伊今仔你看伊选球选得袂错，今仔日有2粒，有
有2届的这个4粒歹球啊。好，电视的画面，等一下为恁切换到中道的新闻，中道新闻。但是网络继续收听哦。我参柯伟迪老师会坚持到上尾，为恁报上这场咱唔知影够法度屏东县网界的一场比赛下半局搁咧进行。唔知影屏东县县长潘孟安县长甲台北市高文德县市长，你们来关心无？你看恁的囡仔拼甲艰苦济个，你们来甲关心者。哎，慰劳一下哦，哟，囡仔真辛苦。哎呦，一律卖走。伊对即马就是安尼做，因为即马即个捌打吼。一番的这个高玉涵，伊选球选得袂歹，啊，投手伊拄啊已经打连续等6粒歹球啊，论一下吼。所以等6粒歹球时，你一垒的咱啊，你免急，啊，哪有条卖走哦？因为你若急要走，你若去用牵制拗道，你就体解个问题，就是讲，吼，这个捌打，佮加等几粒啊，因为6粒歹球，伊总是要等到好球出来才要出腿啊啦。是屏东一垒的徐展彦按来一个，即马投手无啥物稳定，互伊佮加投几粒无入。你看，会小可会惊吓。安尼一垒的咱也就等下啦，伊嘛袂即个时阵学袂走。一垒的咱呐徐展彦按来一个，看我都多少第一。就等。即马的屏东县的作战方式，就是我等你投手，等甲你歹球，等甲倒去啦。哦，本来嘛变怎出，一定等球的啦，歹球的。无毋对，迄边卡等久就是你的啊，2个补上，一垒、二垒有唔人啦。啊，即马危机搁来咯！你有看因的气拢转来转去，拄则迄个double play 尔啦，气搁转来遮咯。球赛有当时啊，迄手气咧转啊。当然啦，你敢会感觉到？你感觉到迄手气？咱这个棒球才敢有神呢！你我拍这几个10年来，你若这局该得分，吼，该得分啊，会当得大分的时阵，结果你武甲家己战术唔对起来，是讲家己下落去吼，迄规个势拢规个对方去啊！啊，柯老师要咱怪气哈，怪气去放了还是？无啦，有的讲，有的教练讲点仔食分啦，我食分得分啦，吼，啊有的就是点仔大细声嘛有啦，大联盟拢会总教练去甲裁判大细声。大细声怪气嘛吼。无咱台湾袂安尼啦，袂安尼啦。你要来讲，你怪气，那我你班倒来，要1分尔嘛，这一定点，这100%点，哦走嘞！哇！哦，这个这个都歹看咯，看嘛，网界成功，逆转成功，网界屏东县无任何安打，无安打，逆转台北市屏东县9-8网界。屏东县竟然无半支安打，靠到2届补上，甲这个保守的下落。哇，这球真正非常精彩。咱等一下下晡1点一定要继续锁定柯伟迪老师参免处，会继续为恁转播桃园市甲高雄市哦。冠军战，阮是用性命来转播的，真正非常精彩的比赛。咱爱锁定1点的时阵，冠军战，华南金控杯第14届。高雄市对着桃园市去年的冠军桃园市，参去年的第4名高雄市，1点冠军赛一定要锁定公视第一台，继续为恁来播送。柯伟迪老师会继续陪伫我的身躯边，陈敏处为大家来服务。食饭食饱看野球，来哦，食饭哦，讲台语看棒球。感谢柯伟迪老师，咱讨论一下，马上1点为恁来服务。落力，感恩，谢谢。